大家够早，大家好。今日9点就开台，嘛是有够早。而且我昨困无好，昨天不知道什么睡不太好。但大家早安啊！你们吃早餐了没？我应该发一个调查，问一下大家吃早餐了没？吃早餐了没？先来甲开讲室的大家小姐们，我大家都是一个人。我做阿酸，好，高早欢迎你来，欢迎。好，那我们就可以来接电话了，非常有效率。耶，好，大家高早，厝人高早，痛苦吼。敢是我害大家，害大家足早就爱起床。我甲大家祝台下。我无准备代志向大家报告呢，没有准备事情跟大家报告。菲菲初见安安早安啊，欢迎你来啊，欢迎你来看我的台。我想要来接大家的电话，不是应该要有人打给我吗？我看一堆人很早起呢。这高早欢迎。还有猫猫，高早欢迎你来，欢迎你们来看。大家有没有很想睡觉啊？三次方，哇，三次方也爬起来，大家好强哦！大家真的说来就来，我的天啊！有人出现了，高早。嘿，今仔日是9月7号9:04，大家早安，大家好。足早的吼。有够早，今仔是要拢要讲台语哦。没有啊，其实没有没有欢喜的好。嘿，我现在脑子还没打开。你的跳跳是怎么回事？就是某次的采访，对。你在非礼你的猫咪哦？没有非礼，这是我们的日常情趣。好有情趣哦！好，我跟我的猫没有这种情趣耶。我睡觉的时候，它都会坐在我的胸口上，然后屁股就对着我，然后把它的屁股塞到我的鼻子前面。那它好像那应该是蛮信任的表现哦。那是当然，我女儿是我老婆。对，我永远记得你女儿是你老婆。我还记得我第一次听到的时候有多冲击。还好吧，还好吧。好啦，我不知道哎。如果还好是猫咪，不然感觉好像真的不太就因为是猫咪才能是我老婆啊。好，狗是不行的。狗狗可能要排后面一点。要排队哇！要当思密的老婆是要抽号码牌排队的。首先你不能是人。首先不能是人，好。然后要学会排队。哇，好。对，这好像其实蛮有难度。有猫就不需要交女朋友了。好 ，OK。对啊，都有猫咪了，谁还需要人类？不会有觉得猫很烦的时候吗？完蛋了，真的只有我吗？猫咪很烦的时候，烦是烦啊，它烦得很可爱啊。它烦归烦，但它至少它很可爱。对，的确，好吧，对吧？可爱，所以拿它没办法。对啊，那有些就是不止猫咪啊，人也会烦啊，但人烦的不可爱啊。的确，好像大部分人都没办法。对吗？OK， 长得可爱就可以为所欲为，大家学会了吗？要像猫一样可爱才行哦。至少在杨思明这里的话，完全没有问题。好但是人类是不行的，所以大家还是放弃吧。其他人我是不清楚啊，但是杨思明这里，只要你是个猫，只要你够可爱，没有问题。有不可爱的猫吗？有不可爱的猫吗？丑的很可爱也是可爱，所以没有。好，我完全被说服了。好请问你平常都几点起床呢？你是说平日还是假日？不一样哦。不一样啊，当然不一样啊。平常的话，应该都是6:30，就是上班嘛。对，然后假日的话就是下午2点。
所以是把平日的疲惫都累积到假日。没有错，我是把睡眠时数移到假日去睡的人。啊，可以这样哦。可以啊，只是其实也没有到说真的睡比较久嘛，因为有时候假日开台就是礼拜五晚上算晚上嘛，开台开到隔天七八点，然后再去睡觉的那种也是有。哦，好强哦！那是大家梦寐以求的那个，就是开到别人可以吃早餐。对啊，我有那个自信把所有人熬到睡着。哦，是有助眠效果的意思吗？没有，就是我特别能熬，就是从那个晚上10点11点开到隔天的7、8点这样子。啊，好强哦！那个能不睡着应该也是少数吧？我就没办法。这是那个吗？最近有比较就是平日工作太累了，所以就会觉得不行，我要犒赏我的心灵，我要玩够，不能那么早睡。没有错，就是这么，就你看哦，你想想看哦，你如果下班回家大概7、8点，然后吃个晚餐，休息一下，洗个澡，10点，然后就想说，应该上床睡觉，那你一整天活着的时间就只有9点到10点呢。对啊，太悲伤了。对啊，怎么样也不能让自己就是扣掉卖给公司的时间之后，只剩下1、2个小时可以活吧？对，我们要为自己而活，大不了少睡一点觉。对，觉等死了再睡。喂，真的是一直都以这个想法在运作的吗？差不多啊，但是真的想睡的时候还是会睡啊，不会让自己累到太夸张。对，不会到死掉。好。对，随着出社会的时间越来越长，那个能够这样子玩的时间也不多了，身体明显感觉到消耗。的确，熬夜是我不知道我觉得熬夜是就会越熬越没办法熬，可能大家都有这个感觉吧。但是如果每天都是同样的作息的话是还好，但是因为我是会假日的时候不睡觉的。哇，好嗨啊！所以这种好像就不行，就是你的身体应该是要习惯一个固定的规律。的确。虽然我不知道5天6点半，然后2天2点算不算规律？感觉对生理时钟来说好像有点太复杂了。他学不会，他要自己想办法。他要想办法。这是我的问题吗？他要想办法。都你对你的身体颐指气使不然呢？我不对他颐指气使，还有谁能对他颐指气使？要让他知道谁是老大。对。好，原来是这样。对，所以就是今天我叫他起床，他就要起床。你都是用意志力起床了？没有错。那昨天也是玩到大概2、3点。还好啊，至少不是早上8、9点嘛。对，比平常来讲的话是好很多的啦。很克制哦。那你吃早餐了吗？还没。哇，刚才在 DC 上面说起床的时候，是真的刚起床。哇，我真的是虐待大家，太好笑了。我还偶尔这样也蛮好玩的。的确，我也很少在这么早的时间起来跟大家讲话。今天怎么会突然就要开这么早的台？是这样子的啦。其实我排周表的时候呢，我基本上就是看火嫂上班的时间，然后他去上班的时候，我就会开台。然后他这2天都上早班，所以我就排很早。对，想说难得有机会。所以你的作息也是跟着火嫂在变的。对，然后有时候也要变来变去，所以其实就是要让身体知道谁是老大，然后身体告诉我他才是老大，我就好。真的还要在宝箱柜还要再修炼啊。对啊，这很难呢。你们人类才有3班制，本来迷宫没有啊。迷宫不是24小时吗？就是冒险者什么时候进来，你就要什么时候起来把它吃掉。对，没有在下班的，其实更惨。哇 ，Hello，更多是在睡觉的时候。有人说其实可以更晚一点，我发现了。没关系，大家这一台起不来，我们等一下下午1点还要打那个空洞骑士丝绸之歌。你有买到吗？你有想玩那个吗？我睡一觉起来之后 ，Steam 的那个游戏库里面就多了那个游戏。哇，好幸福哦，太好了。对，因为有加那个朋友的家庭群组嘛，然后他好像有买到，那我就直接捡来玩了。哇，家庭群组真的是一个德政功能，非常的没有错。对啊，超友善的。
而且会想说这个它真的卖好便宜哦，它才300多块，然后还有那个家庭共享，到底是要赚什么？对啊，而且蛮好玩的，只是因为我上一个玩这类型的游戏，算这类型的游戏还是那个9日。哦，9日我还没有玩。就是习惯正面接怪，然后就一直死掉。哦，我觉得这游戏好难。真的就是因为刚才就讲说习惯玩，就上次玩的是9日嘛，然后9日就有格挡之类的，可以挡怪的招式。对对对，就你只要抓得准，你就可以正面接他的招。结果这个完全不行，这个碰到你就会扣血，碰到就扣血，我真的是一直死。对啊，我想说奇怪，他也没揍我，我只是摸到他也不行。对啊，看他可爱摸一下不行哦。对啊，就是对啊。这句话非常性骚扰，大家记得。对，你都对猫这样子。我家的猫是可以啊，野猫的话就不知道上面有什么病菌，所以就不敢。的确，我对我家的猫也是这样，看它可爱的时候就会摸一下，然后它就会生气，然后我就会说不行哦。对啊，供你吃供你住摸一下不行哦，这完全犯罪不行。对啊，很过分呢。对人类的话是不行的。对，以上的主词都是猫咪。对，他还要那个，我们是法治社会哦，法律有说不可以对人这样。对。只是动保有管到这样子吗？应该没有说不能摸吧？对啊，因为每次跟我朋友讲说我老婆是我女儿的时候，他们都说要打给动保，可是动保管这个吗？我不知道，要看你做到什么程度吧。摸一下应该还好啦。摸一下就对，还好。对啊，如果你叫他什么缴孝亲费，或者是可能就算虐待，叫他去上班，那个可能就有点太残忍。不能让猫自己开台的意思哦。他愿意的话，我也不知道行不行哎。可是不是有规定要满10几岁才能开台吗？那个猫的年龄计算到底是怎么算的？因为它现在也6岁要7岁了。哦，是说有个就是可以换算成人类这样子。对啊，那个到底是能不能这样换算的就是有些人说什么等同于人类几岁，那个到底什么意思？我猜是指身体状况吗？其实我也不太确定。可是你看，如果用倍数再乘的话，就也很强，因为猫咪其实一生下来大概2、3周就已经会叫会爬，但是如果假设乘以7好了，7周大的婴儿也还是不会叫会爬啊。它可能不是直接乘倍数的哦，它可能再更复杂一点，对不对？就是不知道到底是怎么算。虽然养猫，我们要请专业人士解答，不知道有没有？不知道台 V 里面有没有兽医？对啊，说不定我不知道，我还没有看到过，说不定其实有的话，大家可以介绍一下，蛮想知道的。就养猫要知道之类的，不是好味的标题。对啊，我们就可以找那个兽医跟擅长虐待动物的 VTuber 一起来同台。擅长虐待动物的 VTuber 还是进监狱吧？好，开什么台去监狱啦？你说的虐待是什么程度啊？都讲到虐待了，那就是动保会管的吧？然后我以为是随便摸一把，然后没事闻他屁股，我以为这样算虐待。这样算虐待吗？那只是稍微有点畸形的爱而已。哦，因为我家的猫就是稍微摸它一下，它就会叫的好像我们在痛扁它一样，我就想说太夸张了。我的猫是很黏人的那种，就是下班回家之后，因为我的房间在4楼，我下班回家的时候，它会从4楼一路喵的下来，然后跟我说欢迎回来。哇，超可爱的，超级可爱，就是你可以看到它尾巴翘高高的往你跑过来这样子。所以它是会边下楼梯边叫。就喵喵喵喵喵喵喵，然后尾巴翘高高的。我们家的看心情，但有时候会，但它那个叫声会随着那个楼梯会超可爱的，那个超可爱的。每天回家就是先听到它这样子下来找我。哇，工作就是为了这个吧？还真的蛮疗愈的。对啊。的确，就有一个老婆或女儿在迎接你的感觉。是老婆兼女儿。哦，好。对，不是 or 是 and。好。那很赚呢。超赚的，养一只然后2倍的享受。哇，太好了。
太好了。CP 值超高，我的女儿。那你的女儿洗澡的时候会惨叫吗？哦，会耶，但是她其实她应该算不怕水的。好，可是她惨她不怕水，叫是为了就只是她不喜欢，啊，但是她不怕水，就是有些猫不是冲就怕的话，它会一直发抖还是什么的吗？哦，对，那我们家的猫就只是碎碎念，哦，然后会爬到我的肩膀上，很痛哎，我觉得。然后就好吧，那我也顺便洗一洗好了，就跟它一起洗。哦，对啊，我说它不怕，我说它不怕水，是因为我洗澡的时候它都会跟进来。哇，很可爱。就它要在旁边看着我洗完。他会很担心你，是不是？怕你被抓走。不知道，可能因为上班时间比较久吧。哦，他太想你了，哇，好恶心哦。对，那这样的孩子，你怎么可能不把他当老婆当女儿看？我是没有类似的想法，但是我们要尊重，对。在不犯法的情况下都尊重。对，不犯法就不要管别人那么多。而且这应该没有到很邪门吧？这种这方面的嗜好，还好啦，你不会逼他就是缴孝亲费给你，应该就还好。对，不会，我女儿老婆用来疼的。哦，那很好，那很好。好我可以肚子饿，我的猫不能肚子饿。哇，那平常都吃什么？牛排吗？平常是吃干干的，因为上班会来不及。但是假日的话会开罐头那些的。那还好像还 OK 啊，就是感觉就是一般养猫的方式啊。有时候蛮羡慕的，就是好像不用工作，但是就是会有东西吃。对，有啊，他如果要说的话，他的工作就是取悦我，不是吗？哦，好吧，但是他可以抗拒。可以抗拒，但他的抗拒我会很喜欢。哦，听起来很扭曲的爱。一大早讲这些话题真的是没有问题的吗？提神，让大家听到就醒来了吧？应该吧？应该吧？有点刺激吗？应该还好吧？还好吧？还是我脱离人类的社交太久了？哦，反正思米的意思就是有一点抵抗比较刺激，对吧？对啊，就有时候他会拿他的前脚堵住我的嘴巴之类的，不是很香吗？哦，我们的是用脚我们会用脚踹脸。后腿吗？他是用伸手，然后用那个肉球在抵的。哇，感觉也蛮可爱。我觉得不管是用脚还是用手，其实都蛮可爱的。对，只要是他身上的部位都可以。哦，只要是身上的部位都可以吗？只要是他都可以，他很喜欢拿他的尾巴扫我的脸哦，幸福啊，这么好。对啊，我们好像不尾巴也会。好开心啊！讲到我的猫，果然猫是个好话题，应该没有人不喜欢。没有人，应该会有，还是会有怕猫的人啊，像那个就是有个 V 鹏鹏，他也是。就是我们整个算是社团嘛，大家都有养猫，就只有他怕猫。那他会被你们排挤吗？不会啊，不会，总会排挤。就那个会不会害怕，本来就是个人的生长经验的不同嘛。哦，对，我好像其实蛮怕狗的，这样一说。我是之前被追过吗？好像其实也没有，就莫名的怕，可能因为看过有一些。就是有的没有的影片，会有一些狗的攻击事件吧，看起来蛮恐怖的。哦，大小狗都会怕吗？哦，小狗还好，就是那种看起来我这样讲好像很不友善，但是像吉娃娃那种看起来我跟它单挑我一定会赢的，那个就不会怕。对，吉娃娃很凶。对，吉娃娃这也算是偏见嘛？吉娃娃很凶这件事。可是感觉真的是。大部分的都不知道，遇过吉娃娃几乎都很凶就比较神经质，因为可能就知道自己比较小只会怕，所以就要比别人更凶。就像那个不是有时候遇到狗，就是你不能跑给它追，你要比它还凶，它就会缩之类的。对，哇！那如果换成吉娃娃也是，它看到比它大的东西，它也不能跑给它追，它要比它凶。哦，原来是这样。我猜的。
我是突然想到，之前有一个观众跟我分享过，就是他去上班路上会遇到狗，然后他怎么不被狗追的方法是他先追狗，他把狗追到怕了，他就再也不敢惹它，蛮好笑的。都得笑哎。对啊，比他更疯，真的有时候真的是要比人家更疯。所以遇到坏人也是这样吗？我觉得大家自己斟酌一下，有一些坏人可能不懂得什么叫怕，所以大家还是小心自己的安全哦。对啊，对不起，因为我们刚才在讲说狗狗都知道什么叫怕，那它是狗的不如。哦，我不知道哦，我不知道。狗都知，等一下一着火药味那个。但我确实觉得有很多事情是动物做的比一些人类好的。对，比如说以生存本能来讲，啊，那真的是比不过。对啊，那你最近有什么想要宣传的事吗？最近想要宣传的，没错，有一个正在制作中，不确定赶不赶得及。但是如果赶得及的话，9月28号晚上8点，我的频道会上架新的 cover 曲，然后是跟花里香一起唱的。哦，时间点好具体哦，9月28号。对，就花老师啊。他的频道不是都在做一些文学之类的，比较像讲课的感觉吗？虽然讲的内容有点乱七八糟。哦，不是我说的。没关系，我说的。好，我说的，就我说的。好。跟李湘很熟的，所以可以这样讲。好，没问题。这个跟我没有关系。一切问题叫他来找我。好，太好了，好看爱看，最喜欢看吵架。应该是不会吵架，那没跟他吵过架。哇，不会假装吵架做一下效果。假装吵架那也不叫吵架，那就是效果，那不是吵架。小斗嘴这样子。对啊，那不叫吵架。有道理。学到了。好，然后我发现好像有人排队想要打进来了。好啊，那我就跟大家说早安，拜拜。大家记得9月28号，如果有剪完的话就会有。如果有的话就会有。讲废话。希望会有。耶。嗨，那今天谢谢火蛇，拜拜。不会，谢谢。耶。突然这么多人在排队。好，我看伊里先开始进来的，那我们就先把伊里抓上来。早安，是不是让你太早起啦？我刚好要出门，等下我按错边，我真的是刚睡醒，我要按那个 YouTube 静音才对。我突然发现，我是不是这样子让大家听到，就是各位朋友们的起床音？大家好好感谢我。对，就是还没有开场的那个还没有开场，今日现采第一声。现采吗？对，现采没错。毕竟你是植物，所以现采好像也很合理。对，可以现采，是现采啊！太好了。因为我是真的脑袋没有开机，我现在真的是连说都不会话的那一种。哦，那现在可以考你数学，对不对？请问35加7是多少？88。哇，感觉就是没醒。随便选一个数字哦。对，太好了，谢谢伊利。不会，大家早安。早安啊！有没有吃早餐啊？刚醒来。哦，对，刚醒应该是还没。刚盥洗完毕。安尼刚有盥洗呀。要不盥洗伤早。要不盥洗，好诶。对，大家如果谢谢，反应非常迅速。刚醒归刚醒，还是会做效果。太好了。有人说你听起来像毕业旅行早晨餐厅的男同学们，所以好像我也算。什么意思？早晨餐厅是什么意思？就是玩得很嗨，然后被老师叫起来啊，然后我很累我想再睡一下，这一种。好像通常就是会晚上就是会玩太晚，
哎呀，就嗯，前一天晚上太嗨，然后真的是超级刚醒来。我好像只有去过国小毕业旅行，跑堂诶，图。是哦，对呀、因为我很孤僻。啊，没关嗯，系。呃，如果没有到，嗯，如果真的要讲的话，我好像也没有太多的回忆耶，诶、只有去主题乐园的回忆，没有其他的回忆了。感觉毕业旅行大家最重要的就是主题乐园吧？有些人会想要跟什么同学出去玩啊，就是跟同学一起的互动啊，还是什么的，啊，但我忘光了。我好像从很早就知道我是比较，我好像没有很喜欢一次跟一大堆人一起行动。我好像很早就知道这件事情，所以我国中、高中的毕业旅行我都没去。现在想想觉得超嗯，孤僻的，很好笑。没关系啊，就是个人选择。哎呀，而且说实在，我也没有跟，就是就算有去毕业旅行，但我对于跟同学也没有什么太多联系了。哦，的确，有时候倒是嗯，就是后来就没联系了。对啊，就也没差，反正能够也合得来合不来，那也是好像真的就随便了。毕竟在现在的生活当中，可能也不会跟他们太多接触，或有太多的帮助之类的。这样这就是人生，这就是人生。，That is life，yeah。Yes，没错。诶，嗯，你早上都怎么让自己变清醒啊？滑手机。哦，是非常科学的手段，用蓝我想说光。非常不健康哎，就是睡前滑手机，睡醒还要滑手机，我是不是一种需要手机才能活下来的生物了呢？哎，不是大家都差不多吗？哎呀，哎呀，原来是大家都，睡前滑手机不会睡不着。我就是滑到睡着的那一种耶。哇，好厉害哦！你抗蓝光。呃，诶诶，哎，对耶，可能对每个人效果强弱也不一样嗯啊。我也是哦。它的作用对我来说很像翻书翻到想睡觉，然后就不知不觉莫名其妙哐睡着的那一种。哇，我好像我好像以前比较没差，但可能我不知道，可能我虐待我的身体，我现在好像有蓝光会不哎好睡了。哎，我不知道这是会不会老化会有影响的东西，这我不晓得。这是个好问题耶，我仿佛对我没有太多的那个哎，好羡慕哦。对，因为我对于蓝光这种东西没有太多概念，人家都说什么抗蓝光眼镜啊、抗蓝光荧幕啊，可是我好像就是不管怎样睡到不好，我想睡就睡。哇，我觉得很羡慕，是因为就嗯有时候晚上就如果我睡不着，但是火嫂已嗯经睡着了，我就不能起来用电脑，因为会把它吵醒。然后我就想说，那我用手啊机看点书好了。可是有嗯蓝光，然后我就好像用手机看书就会更难睡，所以就觉得好像也不行。就有点不知道怎么办。嗯，对对，那看来是该要来一台电子阅读抗蓝器吗？光的对对，电子阅读器。对，之前有观众有推荐我，但是我看一下发嗯，现，好像不便宜，所以我再想对啊，这一想。个价格要价不菲，而且又是电子阅读器。对呀、嗯就对啊，不然我其实也蛮想开灯然后看实体书的，但是开灯是不行，没有这个选项。嗯，嗯，但这个不啊，我想到有一个是好像床上的超级小盏的阅读灯，它很像我记得它外形很像安康鱼的那个灯，哦，所以是戴在头上。它是我看过夹在书上的。哦，好酷哦，感觉好像在什么飞机吗？还是什么？就是有个小小的灯是吗？啊，类似，有点那种感觉。哦，好像可以哦，好像可以哦。嗯，可以参考参考。嗯，好，那很简单，我就是看电子阅读器跟小灯哪个便宜就哪个。然后小灯应该比较感觉怎么想，便宜吧？好像都小灯比较
不一定不一定哈。小灯加书不一定这么便宜啊，对哈，因为实体书应该还是比较贵一点。对，有时候有一些实体书要价比较高一点点，然后以累积起来说的话，还要再考虑到那个存放成本，没错之类的。对，是的，存放成本是一个大家常常忽略，但是好像其实蛮有影响的。买了实体的东西之后，才会知道说人家仓储压力在哪里。哦，真的，还蛮有趣的。所以伊利平常有在看书的习惯吗？最近比较少。我那个是以前常常看。以前我天天看，现在我不怎么看。现在不怎么看。OK。哦，那我跟你相反呢，我是以前超不爱看书的，但最近好像染上了book。你染上了看书的习惯，完了，我真的是连说都不会话。但是感觉比一开始清醒了一点，你已经不是5分钟前的你了。对，但还是迷迷茫茫。那最近有什么想宣传的吗？宣传的好像，我看一下，接下来应该就是下个礼拜的周表吧。下礼拜的周表今天会发。哦，对耶，我也该做周表了。对，我觉得我现在其实也没有很清醒，我现在是有点强。你还是有那个，你还是比我清醒很多，我觉得。谢谢。我大概已经找到我刚才讲的那个阅读灯的那一种了。哦，太有效率了吧？就是刚好边讲边找。哦，我看到了。啊，就是还蛮多意外，还蛮多选项的。对啊，造型好像。对啊，可以因你有你需要的那个阅读方式跟你的空间来选择你要的形式。好诶，说不定我有一天会买一个可以装在头上的探照灯，可能也蛮酷的。哦，那这样的话，感觉你可以直接买头灯了。好亮哦，好好笑。对，你直接买头灯，而且之后就是还可以因应那个紧急状况啊。有道理耶，对吧？有道理耶，该耶。好，我找到一个可能是你需求的这个物品。它是挂着的，挂在那个就是大家的肩颈上。你是要挂在我的脚上吗？为什么要特别强调大家的肩颈？就是它是真的就是挂在大家的肩颈上的那个造型，好酷哦！而且它的灯看起来是可以活动的，感觉不错哎，很棒哎。你左右边还可以不一样，你可以右边就是如果真的遇到了那个紧急状况，你右边可以照前面，左边可以照地面。哦，的确很棒。或是你可以左眼看一本书，右眼看一本书。这是海绵宝宝那个，我昨天才在找海绵宝宝的感觉你也是迷因大师哎。我吸很多啊，就是莫名其妙不知道什么吸这么多。哦，大家听到了，伊里吸很多迷因的部分，绝对没有什么吸就是违法的物品。好，我们相信伊里应该是不会啦。应该是这样讲起来，可能应该是不会吧。YouTube 应该不会这么，我想说还是会想要一点，就是试试看会快乐的植物。我知道，咖啡嘛。咖啡味好像没有办法让我快乐，它只会让我不太舒服。我以己度人，不好意思。没关系，就是我还蛮常发生所谓喝完咖啡之后心悸的状况。
尤本来想其近期。讲那个，但还是算了，大家会太开心啊。哪一很老的梗，你是说没事，是类似咖啡让类似跟史心动的迪奇有梗之类的吗？关系吧？啊，星际宝贝。为什么你讲啦？为什么？我需要再找一个跟我一样会星际的生物，我跟他来一场对战，就可以变星际大战。好我本来还想说你要找一个会心计的可以当宝贝，那就跟我没关系了。大家听到了吗？哦，你这个比较嗨一点点，你这个才是真正在犯傻。哈，我说我不行也算犯傻，太可恶了吧？大家好可恶哦。就是大家的要求总是不一样。对，反正有缴钱我们就摆摊。哎，对，那个大家记得，这边火车说明栏里面那个该缴钱的记得缴钱。如果你觉得这段感情都是伊里在付出的话，也可以缴伊里的绿界。对，等一下是这样，话是这么说的吗？想说帮大家提神一下啦。有道理。不客气，不客气。听到重点，大家眼睛跟脑袋就会自己叮叮，太好。然后我的同阶也会叮，我又赚到了，谢谢。没有同阶是要叮叮叮叮叮叮叮。谢谢。多一点最好绿界也叮叮叮叮叮。对，多来点，多来点，对，多来点，越多越好，不嫌少。没错，这个是嗯对，不嫌多也不嫌少，对，没错。嗯，不是杨思明是这样，他在乎他的绿界，他想拿啊，随便，好。思密是懂画重点的。这大家都好恐怖哦。大家就是那个啊，闻到血的鲨鱼啊。鲨鱼吗？是的，没错，你们都是鲨鱼。没错，大家是那部电影是鲨鱼黑帮吗？还是就是一堆鲨鱼的那个？哇，好像不知道。动画电影听起来好可爱哦。那也很久以前了。鲨鱼黑帮哦，好像有印象。也快20年了吗？但是我觉得他主角的风格长得有点恐怖谷，所以我好像没有特别爱。不过他的配音员是那个，就是他的外形就是威尔史密斯的外形啊。配音刚好就是威尔史密斯啊。哎呀，真的20年前的这是20年前的电影呢。哇，完了！我觉得那个鱼的脸长得太像人了，让我有点……对，那时候我还小，那时候就觉得好恐怖。梦工厂在以前的不知道什么很恐怖谷，好诡异哦。好啦，蛮前卫的啦，是我们跟不上时代了。不过在后来还好，那个梦工厂的动画就比较真的很动画了。的确的那种感觉。好，那我发现后面排队的人好像有点多，越来越多哦。对，大家都要抢，而且真的越来越多了，好一长串耶。这是我的荣幸。我没有想到大家都这么早起。今天你让大家成功早起了，对啊，我又在逼迫大家了，好快乐哦。太棒了。好，那等一下我提议，就是大家就可以用抢的，就是如果你觉得你快睡着了，你想要早点开始的话，你就直接抢进来吧。对，我们就走一个默契。那个大家听到了，就是接下来就是拼手速的时间了。没错，大家就是嗜血的鲨鱼。所以就是等我挂完通话，我从那个 Discord 旁边一消失之后，大家就要开始跟大学时期抢课一样。抢课吗？对，可能类似哦。抢课抢票一样，大家拼手速了。没错。好，对，那我们就有请下一位。那就大家辛苦了，大家加油！感谢大家早起。拜拜。好，伊里再见。
然后趁机等的时候来跟大家打招呼。哇，感谢好多人来看，希望我没有漏掉。我刚刚到底有跟哪些人打招呼，哪些人还没？我的天，0287早安你好，还有思密麒麟路3次方你们早安，还有于梦披曼早安，还有志昌早安，高炸高炸，还有伊藤绿茶早安，还有雷华早安。欢迎呼噜同学早安高炸，欢迎你来啊！但如果没有人抢进来，我就会把人家直接抓进来。刚醒来，深深感受到自己语言组织能力好差，哈哈，因为就是早起逼迫大家。刚忘记谁说的了，谁说我把那个早上突带开出了酒闸的感觉，我觉得有道理。反正就是大家的意识不太清楚。哦，雷华进来的话，可以找那个我的说明栏有那个 Discord 连结，可以从那边进来，等下就可以来排队喽。好，那我随便抓一个人吧。喝酒还比较清醒，真的假的 ？Hello， 麒麟路高炸，我直接甲你。你好，高炸。你好，请问你有困饱无？我无困啊，我毋讲我拄下班。哦，对，哇，你含面哦？对，其实我也未足精神。你表较含呢？我是昨我昨是安怎？煞袂记，我昨就是困无啥好，所以我即马头壳嘛无足清楚。你嘛是介雄？无啦，迄个节目都已经排啊，就想讲有答应大家，而且足侪人会来，佮真正足侪人来，就一定爱开。所以我讲你嘛是介雄，甲经济时间咧开这个台。我原底个烦恼讲无人来，那有可能啊？亚会什么意思？讲甲袂输我做大尾。你无大尾吗？我无啊，我无尾溜啊，我太大尾。你即马台尾内底台文的推广者呢？都毋是足侪人对台文有兴趣啊。感谢你讲。我懂啦，我毋知呢，应该是有足侪人想要捌嘛，无迄个资源那管道资源遐啊，资源啊，无迄机会。像我昨才开始去掠迄个台文的输入法。哦，哇！安尼后摆你就会当拍字拍台文。啊，问题是我毋知影正确的字是啥，我刚才当读去音尔的。哦，有一寡音嘛，甲一般的迄个罗马拼音无共啊。而且有诶迄个，毋知因为迄个数字法有诶是教育部诶，有诶是白话字诶，有诶佫是别款诶。我掠迄种是拍罗马音，音迄个调是八调诶。哦，安尼若是你若是有拄着啥物困难，你会使甲我讲，我尽量斗3工。我即摆有发现伊诶像笔即种伊诶笔即种诶发音是 P。哦，对。若是 P， 若是 P 诶迄种诶是 PH。教育部迄个因咧课本嘛是安尼。迄甲一般诶罗马拼音都无共啊。一般罗马拼音若是实音是 B， P 诶迄种是 P。伊就是安尼分诶。但是我会记台文诶，敢若台罗敢若无 B 着无。哦 ，B 是互迄个无影无影迄个无。是迄种诶。对，这一开始做袂关系。较落迄种诶。对迄落音无毋对。落音诶，是安尼，安尼我诶哟。哎哟，有方向。你原底你毋是讲你细汉时有读迄个会音保感？音保感啊？对啊，所以你应该基础已经做迄落啊，你应该学足紧。我会晓念尔，我袂晓字。哎哟，我甲你讲过无？我迄当阵咧耍聊天钉，
聊天顶毋是有台文？对啊对啊。一开始我用台文看，靠有看无呢？我还记得迄阵卤蛋嘛有开，啊伊个拿看书店拿算。嘿啊，我毋知影要安怎发音，结果我自去查，还是伊有配音啊念出来，哦是这意思啊。对，可能足侪人拢是，就是讲会晓看讲，无，啊念袂出来。我迄当阵摕互一个我，因为阮自细汉讲台语嘛，啊厝因人讲台语，啊我摕互阮厝因人，伊嘛看无。伊嘛毋知要安怎念，因为迄个时阵拢毋知影有台语正字啊。对啊，足侪人拢因为而且足侪迄个咱是大人，迄学校的时阵是讲台语会发钱，无可能伫学校佫知影会当学着有迄个台文即种物件，所以可能足侪人拢毋知。无大迄阵紧台语。对啊。啊，家在即马是上无有台语课本，啊要看毋看，啊若无要看，你嘛摕伊无法。上无嘛是有资源啊，教育部有定啊，有定的有定的通好学啊。对啊，你若是感觉学校台语课啊无够趣味，啊不要紧，会使来看咱 VTuber 有个人讲台语的。系啊，家己报。加减练，加减学啊。对啊，有兴趣就来啦。稳定诶。啊你要袂食早顿？我食饱。哦，你食饱哦。下晚先去买，买定来等啊。哎哟，利用时间，安尼小等电话讲了要困就咱困啊。无对。哇，你即摆已经包好势啊！哦，已经包穿好啊，等下连面挂掉就随体落啊。目睭开开啊，通困。无对。哎呀，请问你早顿上爱食啥物物件？平常时哦。系啊。我想一下，平常时无特别爱食啥，但是爱食的物件哦，迄落啦，起司两饼。哦，我嘛足爱食的。哦，足爽的。足爽的。毋对，就是爱食淀粉。无毋对。无毋对，该加酱。无对啊，无毋对。对。我有时爱袂加，我较正食完味。健康。嘛毋是健康就爱食。就是迄味我较介意。我细汉时嘛最爱食丸米，我细汉时食米血嘛无加豆油的。是哦。做这人讲做。加豆油。啊，米血毋足大诶。哎是。嘿啊。我定咧食一个足大诶物件，啊我比如讲啥物，比如讲，迄个啥，就是有一寡俗胖，可能较大地，伊就足大诶，啊一般诶人拢会加一寡，看是要温汤，还是有人会配牛奶，还是啥物诶，啊我拢直接食，我较无咧惊焦。我有时会一喙芳，啊一喙豆奶还是牛奶。通常正常人应该拢安尼，啊我较无正常。有时候赶时间嘛是安尼食。啊，赶时间无法度。但是敢若对肠胃无好。啊是哦。毋知听讲安尼食对肠胃无好，毋知影是因为食伤紧还是安尼食，可能是食伤紧。我定定咧食物件拢食伤紧，我减特。豆豆食，你包厢过来豆豆食的。啊，啥啊拢嘛安尼一喙吞落。一喙吞落啊，细腻的，莫摕踢着。我尽量。有影迄菠萝伤大，菠萝人伤大只，煎袂落。哦，迄着爱家剥一半。对，听起来足恐怖的呢。迄画面足恐怖的呢。你包厢过的？对啦。还是转型啊？
好啦，图带欢喜无？我当然欢喜啊！足侪人为着我遮尔早就起床，我即摆足有成就感的，爽哦，爽啊！啊大你尾，嗯，最近有啥物要宣传的无？最近宣传想一下啊，我9月13伫一个有一个快打旋风6的小比赛，迄是2人一组的比赛，伫小宝一个小宝老师的遐参加伊的比赛，9月13。无，算嘛算比赛嘛，算活动啦。哦，嘿啊，但是有排淘汰赛。哇！大家若想要看，会使去看。嘿啊，我应该会，那应该到时会开啦，应该是会开啦。嘿啊，有兴趣的当来看。阮是一个老师带一个菜皮巴。哦，我是迄个菜所以皮巴2人一组。我是迄个菜皮巴。哦，安尼哦。我是迄个菜皮巴。好，安尼大家去看伊，这叫做啥？这叫做像活动啦，就是算活动。快打旋风的活动。好，嘿，看伊看伊学偌紧，菜皮巴，好啦，不难的啦。希望大家去甲伊加油，甲伊喊声鼓励者。好啊，欢迎大家来。好，安尼我就看后壁排队人家愈来愈济，我就先来接。后一你第一先掠迄只猫啊，好第一先掠迄只猫。OK， 安尼我先甲你掠过来。无毋对，好，再见。再见。好，掠鸟啊！早哇，安。你们同款呢？你也是？哦，对我一定要说一下，就是我没办法换我的跳跳，然后我上一次保留在这个杯子。为什么没办法？哦，好，这也是因为我跳跳网站挂啦，就 EMP 了。他今天怎么刷都是 error。天哪！但刚刚跟我在同一个聊天室的，就是有另一个人，就是刷一刷他就进去了，我真的不懂我今天早上也有开我的跳跳，我也进得去哦。我好难过，只有我，果然只有我。你是特别的，你是特别的。而且我们刚刚有同步口译耶，我好开心哦！因为你们刚刚在讲的所有内容，我只听得懂话。那你也听得懂蛮多的，毕竟哇出现很多次。对，其他都听不懂，所以哇，所以是有同步口译的。对，感谢阿金。太好了。那最近过得怎么样？你是刚起床还是还没睡？刚刚那位是还没睡。哦，我知道还没睡啊，我是已经起床了。我最近大概6点左右会挣扎的离开床，这样。好早，很早很早，也是每天哦，平日假日都是哦。对啊，这是一个所谓的生理时钟吧。那个生理时钟大概是这样子的，就是我晚上11点去睡觉，然后在睡前我会吃止痛药，确保我可以好好睡觉。但止痛药最长只可以维持6个小时，觉得它大概4个小时左右会慢慢衰退。最久可以维持到6个小时，意思是大概我5点就会被痛醒，然后我就会在床上挣扎1个小时到6点起来。结果是这样起来的。对，差不多这是我的日常循环。哇！但我没什么止痛药可以吃了，所以对。那之后怎么办？
之后怎么办？如果就是更痛的话，就是去医院打针啊。哦，那医院可能要试个2-3针才会打到有效的这样。哦，所以是会试2-3种不同的。就如果第一种打进去之后，然后没有太好转的反应的话，他就会再换一种药剂再打这样。这样要挨好多针哦！天哪！不会，你进医院的时候，他们就会放那个滞留针，就是打电头是滴的那种，在你手上，然后他们就会，对，他就会从电滴放进去，这样你就不用再挨一针，还蛮方便的。原来如此，原来如此。没错，只是那个东西有点容易留疤，我有点没有很想。好像从来没有打过点滴，突然发现。哇，是一只健康宝箱怪，很棒，谢谢继续保持。运气好，好棒，好棒。但我觉得我最近生活有点太不健康了，我要检讨一下。怎么样的不健康法呢？就是都没在运动。原来是没在运动，没有在地下城追着人跑之类，没有咬一咬福利脸这样。没有福利脸给我咬对，但是会有观众给我咬啦。听起来也不错啊。那你可以考虑去跟观众打套杀，然后摇一摇观众这样。不是啊，他们不会增加运动跑给我追啊，搞不好还是我要跑给他们追。哈，好像可以耶。你跑给他那我也们追也是一运动到种运动到了。好，请大家来追我。我是不是应该要发出那个什么银铃般的笑声？哈哈哈，来追我啊！好烦啊，好恐怖，被自己烦到。超好笑。救命！救命！你有没有就是那个我有点担心，今天下播之后，欧拉夫又画新的图啊，那很好哎，我又赚到了，蛮需要的。现在没有欧拉夫在场，对，他还没看到这些，我们可以趁机偷还好讲他坏话。没有啦，什么？我才不会嘞，他对我那么好。对啊，很疼很疼。对，有时候是蛮伊里疼。截了时间轴。没错，自从我在直播画面上放了时钟，就大家就很好截时间，太好了。时钟存在之必要。没错，这个之前我有段时间也是没有时钟的，然后后来发现剪精华好难剪，真的，我就还是放了，对，帮自己一把，救救自己的精华。对，我本来好像也没有想到时钟的存在有那么大的用处，但是一放不得了。对，真的自己剪片的时候有真切的感受到，虽然真的不想自己剪片，没有。我也不想自己剪片，但是我家的猫都不帮我剪片，我哪有办法？好难过哦。对啊，他答应我的也没有，他根本就没有答应我。什么是他答应你才捡他回家吗？是可以这样吗？我有单方面跟他说好，他本来的工作是要帮忙分类袜子跟晒袜子，但是他做不到，所以我就想说，那你来剪片好了，但他还是做不到。那他能做到什么？睡觉吗？那听起来很不错，他帮你睡啊，那如果可以的话，好像还不错哎，我就可以一直对啊，工作。我也想要。对，我觉得可能很多人蛮想要的。这样好像可以省很多。如果那个猫咪睡的时间可以就是补到我身上的话，那它多睡一点，拜托，我想要有多一点时间工作。哎，我也是哎，它可以睡23小时没关系，剩1个小时吃饭，真的靠它了。它还要上厕所这样。哦，好吧，1小时太少，1个半小时，多半小时给它上厕所。好，我觉得很可以。这是一个算是一种睡觉传输吗？想要需要可以的话想要哎，那是一颗那个行动电源，很困的时候把它拿来充一下。对啊，对啊，他负责睡觉，然后我们负责工作，然后把它抓起来充电这样。没错，哇，好希望可以有这种猫哦。对，我也好喜欢。我们是工作狂，我们是不想睡觉，只想工作。
觉得有太多事情想做了。真的，我常常觉得时间不够用。为什么我时间都不够用，还要拿来睡觉嘞？是不会帮我睡哦。我有试过那个清醒梦。哦，你们说清醒的时候还可以偷然后在梦里面工作？对啊。这样睡觉有休息到吗？很节省时间，就是因为你知道在梦里面那个时间长度会比较长，就例如说你睡半个小时，但你在梦里面会过6个小时，所以你等于在梦里面可以就是预先做6个小时的事情，然后你醒来之后，因为你要重新做一次一样的动作，其实你会有个记忆。哦，然后就会比较快，你就不需要花到6个小时。对，太强了。好，对，我那时候就是这样子做的。有机会可以研究一下。首先你要先去看那个清醒梦指南，然后还会教你怎么做清醒梦，你就可以控制自己在梦里的样子。好诶，的确好像。然后睡前看你要工作的资料，这样。你在梦里就可以用，非常节省时间，工作狂打法，非常推荐给大家。该找更多书来看呢。会不会成功，我不敢保证。哦，那个是它只能提升成功几率嘛，也没办法说什么保证班，对不对？对啊，他会给你一些 tips， 让你比较容易达到这个状态。就是你可以意识到自己在梦里，跟在梦里面掌握自己的主权。对，还会有一些慢慢的训练方式，这个蛮可爱的。对，很可爱啊！你说训练方式很可爱吗？对啊。可以举例吗？有点像那种全面启动，不是会有一个骰子还是陀螺，让你知道你在梦里的，然后他就会要求你在日常也做这件事情。就是你可能要有个随身携带，你一定会随身携带的东西，例如说像现在那个火蛇手上有戒指好了，然后他就要有一个日常的训练，是你每天看到自己的戒指想到的时候，你就尝试着把戒指直接从手指上面掰下来，就是不要穿过手指，你要直接想办法把它很像变魔术一样抽出来。但是照理来说，我们不是魔术师，然后又没有什么空间转移魔法，我们是不可能直接把戒指从手指上抽下来的，对吧？对，你就可以分辨你现在在现实生活，好酷。但是你在梦里面，他说不定就会抽得下来。他一抽下来，你就会知道，好，你在梦里。但也有可能抽不下来。通常你在梦里是做得到，你只要想抽下来，你一定要那种，就是我想要把这个东西抽下来，你要有那个意念，然后你在梦里就会做得到。对，所以他就会要求你做一个随身可以做得了的那种 check， 梦境 check。那时候是他有一个更简单暴力的做法，就是你拿你的右手的手指，然后你想着你要用它穿过你左手的手掌，你就去戳你的手心，这样。好，我现在已经在做这件事。你想到的时候就，对，你想到的时候就这样戳啊，你在梦里面就会穿过去。感觉好像有点猎奇，但是。对，他那个穿过去的瞬间会觉得有点 creepy， 因为我那时候就是这样成功的。好恐怖哦！但好有趣哦。对，好，太好了，大家可以开始做这件事情了。有事没事戳一下自己的手。大家可以开始训练自己。对，跟我一样有戒指的可以开始拔戒指。没错。我有听过一个，就是也是类似，就是平常养成的习惯，就是如果你看到车牌的时候。就是你就把视线移开，然后再回去看车牌。如果数字变了，就可能是梦，因为梦里面的文字通常会……对，听说的，我也不知道真的假的。没有，这是真的，就是车牌跟任何有记录文字的东西，例如说时钟。对，时钟也是。你的手表，对，手表也是可以的。这几个有写在书里面，很酷哎，大家可以试试看，说不定你们比我更快先学会。因为那本书的步骤蛮简单的，然后就是暴力有效，所以大家可以去试试看。
完了，为什么我在别人的土袋在推书啦？没关系，我很 free 真是那种推书狂魔嘛。我刚好最近也染上了买书的恶习，所以还蛮欢迎的。很棒，很棒。那你最近有买一些什么样的书啊？最近在看什么类型的书？最近有一本我还没看完，因为我最近看书的时间没那么，就是没有安排到那么多。但是我看一下书名，总之他是在讲，因为我最近想要开主题杂谈，就是比较议题性的。然后我9月跟10月想要开关于解放乳头的这个议题杂谈。对，然后有观众朋友推荐那个乳房的历史，因为我觉得我历史蛮不好的，所以我就开始在看。但我才看了10%。好棒哦！历史系列我很喜欢那个人类大历史，因为它真的超好笑。写下来。那本书是看起来很厚，你会觉得你要花很久时间才读完它，但它里面就是一堆干话文，然后你一下就看完了。寓教于乐就对了。对。然后我自己蛮喜欢那个作者的系列这样。好欸，我写下来，我之后看完这一本，我就可以去找《清醒梦》跟《人类大历史》来看了。很赞，推。等一下，晚了，一直在推书。大家可以一起买一堆书哦。读会。有都会买一堆书，然后会跟研究室的其他伙伴们飘书，就是我们书会在彼此之间流动，就看完之后可能就会直接发在我们群组里面，然后看有没有人要认领这样。所以我们书是会流动的。不错，就像 Steam 对啊，的因为大家都是看书人。这样很好哎，感觉有一群就是都喜欢看书的人，好像也会有一种凝聚力嘛，就是不知道，感觉有时候有点同才的、我觉得是有凝聚力啦，有时候还会比较有一些讨论内容，就是你可以根据书里面内容去深入的探讨，或者是他们最近看了一些书，然后有一些想法，就会来跟我们还没有看的人讨论，然后已经看过书的人跟还没有看过书的人在同一个议题上的讨论，就会有一些不一样的想法。的确，对，所以当大家都看过这本书的时候，就是你在讨论又会是另外一件事情。确实。不过，就算每个人都看过，好像每个人观点也会差蛮多。我觉得这也是蛮有趣的，因为每个人可能有一些以前的经验，会得到一些不同的想法。这个我觉得也是，就是一个人做不到。我们之前有一种就是读书会的进行方式，有点像是每个人都拿到同一本书，然后回去看之后，你从这本书里面挑一句你最有感觉的句子，然后我们这个读书会就是不讨论书的内容，也不讨论什么，就讨论这一句你画出来的句子，然后你为什么对它有感觉。这个我没试过。我觉得这个就会比较轻松一点。好，如果我有机会办读书会的话，我参考看看。对啊，这个蛮有趣的。这好像蛮可以试试看的。对，就是它的那个你需要把整本书，因为很多读书会是希望你把整本书的东西都看了，然后吸收进去了，然后我们再来讨论。那这就会比较针对书的内容。可能要求每个人都要。但这种，对啊，你就会变成说每个人都要想办法把这些东西塞进脑子里面为前提，有点熟才有办法。但这个方式就不会到需要这么的硬。它会更有乐趣一点啦。你可以在这个书里面找到一些自己的话。有趣。好，那毛毛最近有什么想宣传的事吗？最近有什么想宣传的事情吗？我今天晚上有个会线啦，就是要聊关于我第一次去玩沉浸式，好像什么沉浸式密室解谜吗？好酷哦！要演戏的那种，就是会有演员，很酷，我也觉得很酷。然后去体验了一次，也是其他的那个创作者朋友们
约我的，然后我们今天会开个有点像后日谈这样，但我哦，会开在小小会线里面，因为我害羞。感觉然后，嗯最近的话，10月预计会有一些新东西发布，这样子。哦哦，而且最近也有要寄一些小卡片给大家，就是免费的，所以如果有人想要来收到酷酷的卡片的话，可以来填表单。那我应该最近几天才会发这样子。哦，好耶，好那个什么半年一次寄卡片差不多。我常常在寄卡片。对啊，如果大家有需要，尤其是我们这一次有一个特别主题，就是如果你的学业或者是你的工作需要保佑的话，可以来填这个表单。对，我们寄保佑学业跟工作找工作的卡片，很有那叫什么，就是特定的效果是吗？对啊，因为最近感觉很多人在换工作，或者是准备要弄那个什么毕业专题这样。啊，原来如此。有收到许愿，所以要开。好，那大家来耶如果想听那个去实境解谜的，就去要订会员啊。但表单不用吗？表单是有填。表单不用啊，表单就是免费的，有填都有。哇，好，大家可以依照自己的需求。没错，好，非常棒。感谢毛毛来。不会，我可以。对，我们回被窝组。对，回到温暖的被窝，棉被是不会抛弃你的。我把被子带来了。对，直接包着棉被登场。对啊，我可以把它带回去了。太好了。我椅子上真的有就是小毯毯，所以我确实现在就是包成这样。我感觉很舒服哎，很棒哎，椅子上真的要有，对啊，要有软软的椅垫跟小毯毯，要。好，好哎，换下一棒。没问题，那我们就邀请下一棒来吧。大家拜拜。毛毛拜拜。好，因为我不确定，有点不确定谁先来谁后来，我就按照模糊的印象抓。如果顺序错了，那就错了。我应该怎么叫你呢？叫我徐大哥就好。徐大哥，你最近在卖卤味哦？我最近在卖卤味吗？我不知道为什么会叫他徐大哥，是因为他那个在秃带群把名字改成卖卤味的徐大哥，应该可以讲吧？可以啊，反正我已经讲了，对，一早就卖卤味啊。我最近很喜欢做很奇怪的事情。这是一种 RP 吗？不知道啊，我最近希望每一个看到我的人都觉得我是一个怪人，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本来就觉得没有很不怪啊，好的那种，好的那种，不是有些人就是太正常了不有趣，但我觉得你不是那种正常到不有趣的人，这样可以吗？你是说我不是一个无聊的人？对，我不是，对，就是这样。我没有那种很严肃的冷静。很严肃的冷静是什么？就是那种很无聊的人。哦，你有遇过什么很无聊的人吗？很无聊的人吗？是不是不能这样问？我觉得很无聊的人，我觉得职场上，其实至少我有遇过。其实我觉得应该很难很无聊吧？是吗？我觉得对啦，就是感觉职场上就是一定会需要有那种比较开玩笑的互动，但是如果真的有一个人他很无聊到完全没办法跟你开任何玩笑的话，那其实他也是个怪人。那顶多可能就只是他比较内向。是，好像是没错啦。而且有时候只是人家会比较就是
工作归工作这样。啊，好吧，也是。像我其实他只是不想鸟你。我其实就是这样子的，那我就蛮工作归工作的。哦，所以徐大哥在卖卤味的时候是很严肃的。徐大哥是这样子的，我们卖卤味的人都是这样子。好，好。你有问过我为什么？有，但你没有回答我啊。啊，我没回答你吗？我忘记我怎么问你的，我爬一下讯息。我有问你为什么在卖卤味吧？哦，回什么？你说不是？我说你开始卖卤味了。你跟我说是我徐大哥卖10几年了，徐大哥的青春都在研究怎么把豆皮卤的好吃。哇，这么屌！对啊，你就哇，我一个瞎回。我以为你很认真诶，我想说原来你卖卤味研究了，你的青春都在研究怎么把豆皮卤的好吃。我不知道，但其实最近我开始想要开店，开始有想开店的想法。你要卖卤味啊？我没有啦。你要卖什么？我其实想要做那种就是小小的摊子，然后有吧台的这样。听起来像卤味摊。听起来像卤味摊吗？还是什么关东煮的？对。没有啦。但其实真的要卖卤味，好像也蛮不错的，因为我真的超爱吃卤味。好，你的店名就是许大哥卤味了。我根本就不姓许。我想也是。不是，还有人在。对，有人说在刚进那个秃带群的时候看到那段，想说到底是怎样，我也在想，而且我还问许大哥缺干儿子吗？你跟我说什么？许大哥的儿子湿润又富有口感是什么东西？你的卤味是你的孩子是这样吗？我不知道，你不知道你讲了什么？我的天！我那时候很投入这个角色啊，现在还好是不是？对，现在有点抽离。谢谢。所以你如果不卖卤味的话，你想要卖什么？我想要可能就做西餐的东西吧。可是西餐又跟我那种心目中的那种深夜的那种宵夜小摊子不太符合。那你心目中的深夜小摊子，除了卤味，还可以卖什么？关东煮，我觉得关东煮是蛮符合那个想象的。或者是什么啊？拉面。拉面为什么要用拉面这个声调？哪有？我有吗？啊？是 DC 曲解了你吗？应该是吧？好吧，我有怪腔怪调吗？我没有怪腔怪调。那可能我的耳朵有问题吧。我的问题，没有啦，造成大家困扰。没有，怎么会是你的问题？因为我要先找自己问题，而不是先找别人问题啊。你要挂我电话了吗？我觉得没有，好，没有。哎呦，你打断我了啦！对不起嘛。我要说什么啊？如果等一下想不起来，我就讲一个笑话。你讲的笑话我还是想不起来啊。我知道啊，但是讲的笑话你就可以挂我电话。哎，不是啊，我原本讲了什么？我原本要讲什么来着？啊，拉面。哦。我觉得那种深夜的那个小摊子好像都很日式刻板印象，你知道吗？我也觉得，好像只想得到这些东西。是拉面、关东煮，不然还有什么？咸酥鸡吗？咸酥鸡吗？深夜的摊子，咸酥鸡吧。不要，我不希望我的店占比是炸物比较多，我不想。那就卤味了。啊，串烧啦。可是其实
串烧也是炸物啊，啊，它是烤物吧？不是你外面80%吃到的串烧都是先炸过再烤啊，哦，哪有空慢慢烤？难怪那么好吃。哪有空慢慢烤？没有空慢慢烤，都是先炸过再烤。哦，深夜还有寿司哦。深夜有寿司吗？真假？不知道思迷说寿司是在许愿可以深夜卖寿司，还是真的有？这我好像没看过，我不确定。很难吧？那个作息对不上啊。哦，你说鱼的作息？你要对啊，渔港是清晨进来的，然后怎么在深夜弄到一批新鲜的鱼？哦，还是只卖豆皮寿司？那可以啊，蛮好笑的。还有玉子烧，只卖豆皮寿司，还有台式的那个肉松美乃滋寿司。这个可以吧？这个感觉会出现呢，会有这种摊吧？这感觉会有啊。一进店只有这2种。对，感觉是那种摆架子的店。摆架子吗？不是有些店就是很酷，然后它的就是菜单就可能也就那几样，然后老板脸很臭。没有吧？我觉得那个，我觉得就是这种店大部分只是因为老板自己很喜欢吃啊，然后他其实也不那么在乎，但反正我就做啊，有人来吃就吃。对啊，有道理。我之前在乎你开不开心。我之前去一间店打工，然后他们也是卖中式，卖一些川菜啊、东北菜之类的。哦，然后他们那个老板就刚刚跟我聊，然后就说他就只想卖这些，然后他就说他就只想要做台菜跟中式料理，他想要把它做得很美这样。然后我就问他，那为什么我们店里会有月亮虾饼？他说因为我们做的很好吃，所以我们就弄。你也是蛮会问的，很好笑哎。我们店里不知道为什么会有月亮虾饼。老板回答也好好笑。他说那是因为我们把它弄得很好吃，而且我很喜欢。哦，对耶。月亮虾饼好像是台菜，它是台湾人发明的，泰国没有那个东西。月亮虾饼是台菜吗？对，泰国不吃月亮虾饼的，那是台湾人，就是哦，这个我不知道哎。对，就觉得说，感觉泰国餐厅应该要有这个吧，然后就发明出来。就像蒙古烤肉也不是蒙古的，蒙古烤肉也不是蒙古的，对，蒙古烤肉是忘记是台湾人发明还是中国人发明，我记不清楚，请不要揍我，因为我真的记不清楚。我好难过。蒙古烤肉好像是在台湾的人发明的，然后就是那时候本来想要取名叫做北京烤肉吗？还是什么？反正就是因为那时候政治敏感，不敢直接用那个中国地名，所以就用了一个蒙古。对。可是蒙古烤肉也不是用烤的。对耶，完全不是哎。你知道还有什么烤肉不是用烤的吗？韩式烤肉。真的哎，那全部都是煎肉。真的哎，为什么？我不知道啊。哇，还是我应该红豆饼不一定要包红豆。啊？有些人会把那你知道红豆饼的红豆都是罐头红豆吗？啊，这我知道，这看得出来。我说的看得出来，就是有一些制作过程会直接让你看到，就看得出来。还有，那你知道吗？还有吗？对，我想一下，没有啊，反正就是有时候红豆饼会拿来总称所有的车轮饼。这个不知道哎，感觉是不是因为就是招牌的关系？可能哦，就是大家最习惯的都是红豆口味，就什么叉红豆饼，然后大家叫着就一直叫它红豆饼。应该是，感觉应该是。
还是宵夜卖红豆饼？感觉可以耶，因为感觉感觉宵夜卖一堆在那个时间吃不到的东西，好像都蛮酷的。对啊，有搞头啊，就会有那种半夜突然很想吃某种东西的时候，例如你半夜会突然想吃什么东西吗？红豆饼啊，你半夜会突然想吃红豆饼，真假？还没，但是我可能今天就会。你可以买一个放到冷掉再吃。很难吃哎，他刚买才好吃吧？那种东西，对啊，那种饼皮的东西。对，那个冰了再热也没那么好吃。还是你要自己做红豆饼？啊，我不会耶，我没有设备耶。他不是要就偷偷去红豆饼的摊子用他们的设备做啊？想说半夜你也没在开店嘛，借一下。对啊，好像有道理。反正那个模子闲置也是闲置，我们让它发挥一下价值。还是我的宵夜店就是半夜去偷用人家的器具做宵夜。哎，好酷哦，好酷哦！你是宵夜义贼啊！我要去那种什么市场美食街之类的，去那边敲人家门锁。是不是会上新闻？我会在社群平台说，老板今天敲到哪一间，老板今天就做什么料理。有些小店不是都会什么很临时，就是什么餐车的，然后就会说，今天几点几分在哪个地方这样子。哇，这个感觉吗？对，很好笑哎，太好了！今天晚上凌晨3点那个某某市场红豆饼。哇，老板今天对面的咸酥鸡摊忘记锁门了，今天卖咸酥鸡，靠北，蛮好笑的。好，你要成为都市传说。而且我可能还真的做得起来，我真的做过超多东西。除了有法律问题之外，一切都很完美。如果有法律问题，就是老板今天在监狱里面做那个铁窗月饼。哇，是哦，到监狱你还有办法？好，我输了，认输了。不是哦，如果今天我真的知道我被抓去关了，我就弄个那个排程，你知道吗？直接帮我排个看刑期有多久。就是定时发文说今天什么在铁窗做什么的第几天这样子。对，靠背，直接一次排个1年2年的，排到你出来啊。没错。好，谢谢徐大哥。不客气。你最近有什么要宣传的吗，徐大哥？我可能有月饼要宣传。月饼？你要卖月饼？你要偷人家的设备做月饼啊？我不知道啊，我刚刚讲一讲，觉得好像是蛮有实行的可能的。那你被关跟我没关系哦。没有，我一定会把你供出来。关我屁事哦！我说，当初的我还是个懵懂的少年，直到有人告诉了我这个想法。是我告诉你的吗？是你吧？是我吗？又我？是你啊？啊，又是我？应该是吧？是吗？我们好像很不擅长记对话内容哎，怎么办？我不知道，我现在我还没有睡觉。难怪这么强。对啊。现在好吧，我知道，我是不是站太久时间了？我讲个笑话，你就可以挂我电话，然后你就可以去睡觉了，大家都开心。好。但我觉得这个可能大家都听过，你知道什么东西红红的，然后吃进嘴巴对牙齿不好吗？不知道，拜拜。那大家知道吗？啊，好，那
耶，我们请下一位。耶，我还是不记得谁先来的，那我就随便抓一个吧。Hello，早安。早安啊！你知道什么东西红红的吃进嘴巴对牙齿不太好吗？砖头。哦，怎么大家都知道？好吧，难怪我会被挂电话。是不是应该讲台语啊？你的资料库应该要 update 一下。update 一下较好笑的笑亏下。系啊。歹势啦。不要紧，我知影你都无用。是讲我直接掠到你迄个相片，所以你即马是一块代理照。不要紧，迄其实毋是代理照，迄是水内底放在青的哦，亮片。哦，迄是水。迄是水。欢迎你来。第一届参加对啊，初代。你敢会紧张？着看。啊，着看迄阵，小看歹势，我小看。不要紧。你最近咧无用啥物啊？我最近咧无用我的新的工课。哦，新的工课。就是我的工作场所有换所在，我即马就是咧等迄边好，我就会使随时去上班啊。你咧等的时阵，敢有薪水？我等的时阵无薪水啊。我想讲无就豆豆等。袂使，因为我最近就是除了等以外，我阁有咧想咧做一寡其他的代志。想要猛趁就对。嘿啊，毋过目前的时间上来看的话是无啥够。就是我的时间叫切甲一块一块，我若是咧去做其他的看工的话，可能无遐方便。就是需要一个较连续、较长的时间，毋过无对。安尼是要安怎？安尼就无钱。小可困了，所以欢迎大家来找我做增加。你敢有啥甲你宣传？你有迄个专门吼，大家迄个会使吹你。我会登去置顶。好，无问题。好。安尼我搭你的 X， 你拢讲 X 还是讲 Twitter？ 我讲 Twitter， 我是老人。我其实嘛是讲 Twitter 较惯势。无我应该甲你的。大家应该拢是吧？应该是吼，大家拢有的人是做少年的，毋过大家爸爸妈妈应该拢是讲 Twitter 啦吼。我不管啦，我就是感觉直接大家拢爱讲 Twitter。拢爱承认。各位，大家拢已经无少年啊，咱不是我讲的，咱爱面对现实。不是我讲的。无，毋是我哦。再起起来咧，后白讲话。你的 X 应该的，毋是你的 Twitter 应该的，敢若迄个吼。就是敢若迄个尔。好。无毋对。毋对，我甲这答互大家。若是有想要做，你拢安怎讲？什么意思？你是讲，就是直接讲做增加的对啊？系啊。你的跳太无去，小等哦。应该是我的问题。不要紧，你豆豆来。好。
我看到直播的画面啊。对。哎呦！对啊，哪会安尼？拄啊伫个 Discord 什么？可是拄啊伫个等的时阵，就有其他的人讲有即个状况，应该是迄个问题。啊，竟然是安尼。可能是我讲话伤歹听，所以才会禁止我讲话。你也无讲啥，你就是讲大家爱面对现实尔，这敢着爱安尼？大家若是有想要做整家的，去找我是叫你阿金对无？去找阿金。欢迎大家来找我。你较想要我叫你阿金，还是叫你三处红？拢会使啊，我其实拢无差，就是大家欢喜安怎叫就安怎叫。好啊，安尼我后摆叫阿金好啊。好啊。较台。好。就敢讲阿啥物，就一种迄个较亲切的感觉。我是安尼感觉。嘛会叫我阿三吗？阿三嘛是会使。啊，你想要我叫你阿三嘛？阿三较好念，你无感觉吗？拢有合喙的音吼。金甲三，你有啥物要宣传的无？比如讲要出道啊，还是要出道？出道的话就是爱有钱，即马我就是无钱。未来若是有一天有钱的话，凡说无的确有可能有即个考虑。嘛是考虑尔，无一定会去甲做出来，无一定会实现，就是安尼。若是要练小话，我嘛是袂歹。大家有听到2025年9月7日，早时10:30，已经39分啊！阿金讲的，阿三讲的，讲有机会啦，无一定。无一定，这无一定。未来代志莫讲了伤。想铁气，莫想铁气，做人袂使铁气。有就有，无就无，就是大家斗等吼，就是各位，就是恁一个拢袂使走。那真正有出道的爱甲支持。恁一个就袂使走。对，这人，恁拢免想要走。因小等，因知，我因一个一个，你搞等咧。袂放恁煞的，足恐怖的。我会变做地壳来冤魂，甲恁一个一个拖落来。喂，有够恐怖的！即摆一个月还袂过了，莫别讲。张家迄个呢？张家咧拜拜呢？对啦。反正啦，张有跑多过应该是不要紧吧。好啦，毋是我讲的。反正过15天就下关啦，所以不要紧。毋是我讲的，毋是我讲的。嘿，伊讲的。这就是无困饱才有的一个副作用。好，是嘞。已经开始学着讲话啦。原来拢是我毋对，我上早，互大家迄个拢困无饱，无就是还袂困得来，所以害大家拢学白讲。我是真正伫个9点的时阵，9点04分的时阵，才甲目睭铁开。我其实有电脑前啊，毋过无啥好。要是课较低。毋对。想讲我拢已经讲出嘴啊，头已经洗落啊。对，头已经洗落啊。恁遮的人拢已经即摆才要走，就已经伤晚。有听无恁做人？你有食早顿啊未？我食饱，我拄仔食好，有食饱的好。非常的好食。多谢你的分享。耶！哇，感谢你来，感谢。袂，后回再过来。无问题。
安尼我来接一下其他的人的电话啊。再见。再见。多谢，雄袂晓讲。多谢阿金来分享，大家想要做中介，记得去找伊。过来，咱看后一位，同款是走袂去的。来，这只嘛是，袂放伊甩。来，鸟味古水，请讲话。哇，无声。大家也跳，这样听得到吗？可以。你好，早安。早安。要出道了吗？要不要出道？因为有不能乱讲话。可以啊，这个早上10点42分。有时钟好方便哦。如果要出道，可能会是影片4吧。然后我有在玩那个离屋的那个黎明的那个梨皮。对，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动不起来。就是我有开那个什么，那个叫什么啊？那个软体叫什么 ？VTuber 最爱玩的那个软体。最好玩的游戏 VTube Studio。对，而且那个什么，对啊，我就开，然后想说，为什么动不起来？但我也还没有仔细去研究那个里屋，它有一个教学直播啊，然后我还没有补档，这什么21剪辑启动什么？对啊，然后而且那个什么，对啊，之前就没有接触过这个软体，而且我一开始不知道这个软体是什么。然后，这个不知道能不能讲，但我觉得蛮好笑的，就是有那个前阵子，之前啊，就是我要送那个菜鸡游戏，然后我就有加他那个 Steam 好友，然后结果我就发现，为什么菜鸡他有时候都会在开台前玩那个 VT Studio， 然后我就因为那个很好玩啊。我就在 DC 询问他，蔡基，你开台前玩的那个游戏是什么？为什么好像开台前半小时都会开来玩？我才知道这个是什么东西。对啊，好像有听说过蛮多 VTuber 其实都有被问过这个问题的，不是？谁知道啊？谁知道啊？就是对啊，谁知道那个是工作也算工作吗？就是谁知道那是那个开台用的？对啊，听起来像什么 VTuber 模拟经营游戏嘛 ？VTube Studio 合理吧？对，好玩游戏。好，那其实我觉得，虽然就是都在教大家出道啦，但我觉得就也没有一定要当 VTuber 才能出道，而且只要有出来分享自己的知识，就不管是用什么形式，其实都算出道。当 YouTuber 也可以之类的。YouTuber 感觉就要露脸哦，也有不露脸的啦，就也没有皮，然后也不露脸的，其实也是有。好像对，有一些玩游戏的，他就什么都没有放，就只有放游戏画面，或是单纯只有有。对啊，所以就想说，其实可能性也还蛮多的。毕竟要用 VTuber 形式出道的话 ，Coco 可能要准备一下。对啊，就是设备吧，然后还有直播空间什么那一些。对啊，我觉得还蛮复杂的，而且就是我也只有那个笔电哦，虽然有时候会看一下说，笔电到底能不能直播，但看起来应该是很有困难，就比较勉强。对啊，不然我觉得如果真的要直播游戏的话，会还蛮想玩图书馆模拟器或是书店模拟器这一类的，因为好像感觉就是你要开啊。对啊，就是目前好像还没有比较少看到台 V 玩
这2款哦。对啊，我觉得如果一边玩然后一边介绍，好像不错，很赞哎。这会被恶意剪辑吗？我有空的话，我就会恶意剪辑啊。不过真的，我觉得有一些游戏就是一看到就会觉得哇，这个谁就应该开这个游戏，就有这种感觉。没错，你讲这2个游戏就觉得就是你要开啊，你得开。没有，我觉得很多那个推书系的那个 VTuber 也很适合开，应该比我适合开。都适合，还可以。那可能没办法联动哦。如果是单人游戏的话，对啊，不知道有没有多人游戏。对啊，很多经营类的或是模拟器类的都觉得好可惜哦，好想要多人游戏哦，这样就可以骂同事了。骂同事，骂联动对象，说你赶快啦，会不会？对，大家最喜欢看这种，应该吧？应该不是只有我性格有点问题，应该不会吧？那看起来好像也不太像多人游戏，因为感觉书店或是图书馆工作好像很少看到像餐厅那么手忙脚乱的吗？对啊，对啊。图书馆模拟器感觉不能大吼大叫。图书馆的话，应该会有大吼大叫，可能会有一些比较，也不是说奇怪的民众啊，就是会比较不太知道图书馆规则的民众，或是会有一些，那叫什么，身心有状况的人来，那可能就是需要去请保全，就是来帮忙一下这样，对啊。图书馆模拟器有这么还原吗？没有，应该是没有啦。对啊，我是说现实的状况，原来如此。而且也会蛮多民众会不知道图书馆是手机是不能外放声音的，就会很难管理。天哪，原来我以为这是好吧。我不能有傲慢之心，但是我以为大家会觉得不能外放。这真的不是常识，就是而且也会有民众直接就是带便当来图书馆吃东西。怎么会觉得可以吃东西？他还吃的很 happy， 然后其他志工也不知道说不能吃，也没有人去规劝他，就还会跟那个人聊天。对啊，然后我就想说怎么会这样？为什么还会跟他聊天啊？为什么？就可能是就是长辈之间聊天吗？其实蛮多志工会跑去找读者聊天的，就是或是来准备的考生，然后我就会去稍微规劝一下说，他来看书的，来准备考试的，就是可能就是不要太那个给人家打扰。对啊。考生的话，对啊，考生的话不好吧？然后志工之间有时候也会不太拿得清楚那个规则，就是有的志工如果声音外放，我也会说，可能要就是关静音或是准备耳机哦。然后他就会以为说是不能在图书馆用手机，所以他就会跑去。就是如果有读者在用手机，他就会去劝阻读者用手机。然后我就觉得天哪，我的意思不是这样。可是志工他也是就是自愿来服务，所以你可能也比较难拿他怎么样，对不对？对啊，其实很多比较柔性。志工训练的时候都会统一讲啦，但有时候志工训练不是每一个志工都会来。所以就会比较麻烦。那确实有一点麻烦。哇，不知道图书馆模拟器会不会卖牛肉面？你有听过这个图书馆笑话吗？图书馆卖牛肉面哦？对啊，这是一个我觉得是饮料店等级的，就是那叫什么早餐店饮料封膜等级的笑话。这是我知道这个笑话，是不是说就是有那个读者来问说，请问图书馆有卖牛肉面吗？然后馆员就会说，
哎，这里是图书馆，讲话要小声一点，然后读者就会说，请问图书馆有卖牛肉面吗？这个笑话吗？就是这个。哎，但是是真的有图书馆卖牛肉面，你知道吗？什么？真的假的？好像是，我记得是中兴大学的图书馆，它是真的有卖牛肉面，它有卖牛肉面，但好像我忘记是期间限定的活动还是什么，反正就是真的有卖啦。是因为有这个笑话，所以它有卖吗？我不太确定，就是我在那个什么，我就之前发那个什么，那个什么盐酥鸡，自动盐酥鸡吗？研究的研，然后书是。对，然后那个是中兴大学的那个图书馆，我想说，哎，怎么会有这个东西？我觉得很有趣。然后就是会有中兴大学的学生留言，或者是私讯我说，就是那个什么，他们没有卖盐酥鸡，但是他们真的有在卖牛肉面。天哪，天哪！哇，对啊，可是应该是只有学生可以吃啊，因为我当时本来想要进去那个中兴大学图书馆看，可是好像只有限定学生才能进去的样子。好好笑哦！对啊，这个从来没想过地球上会有这种事情，我的天！那最近有什么想要宣传的吗？最近，我最近发现推特比我想象中还好玩，就是我本来一开始是只有在那个脆跟 IG， 可是 IG 我觉得 IG 好像还是比较适合放影片或者是做图卡吧，才会比较有流量。对啊，然后你如果只有单纯文字配上一张照片，就比较没什么人看的感觉。啊，脆的话是，我就发现说，它真的有时候会想不太到底飘出去的会是怎样的文章，然后我就后来就越写越上瘾。然后一开始推特其实也有犹豫说有没有要不要写，因为其实我推特本来就是拿来就是 V 圈当一个滴滴，就是到处按赞转发。然后我就想说，如果我在推特上面发长文，就不太像是一个一般观众的身份嘛，就我会觉得说好像有点那叫什么啊抢戏啦，对啊，就感觉是不是要另外开一个账号，然后去追非 V 圈外的人，我也想蛮久的，后来就觉得说，就还是对啊，好像是无心插柳柳橙汁嘛，就有一次被长辈气到，我就写了10点就是图书馆的那个什么工作的冷知识，就怎么快要4000赞？我想说怎么会这样子？然后就那篇真的好多人看哦。哦，对啊，我就想说，好像大家喜欢看那然后我也在这个账号发文章了，那就这样好了。对啊，所以想宣传的话，可能可以多多追踪我的推特。我好像还没贴你的，我的天，太失礼了。我来，等一下，抓一下你的推特连结贴给大家。手忙脚乱。那你吃早餐了吗？虽然好像快要可以吃午餐了。哦，有啊，我吃了荷包蛋。哦，好像很健康哎，至少不是一大堆淀粉。吃的不知道我都没有到吃很多。可能我都用吃东西来解决我的压力。我是反而压力大就不太就比较没什么食欲啦。啊，每个人可能对啊都不太一样。好，那我看后面排队的人还是好多，我先来接别人的电话吧。好，那就换下一位。没问题。
耶，谢谢猫猫可爱，拜拜，拜拜。那我去一下洗手间，我们等一下马上来继续接电话。好，那等我一下，谢谢大家。大家久等了，我回来了，耶！看一下，多下荷包蛋小公举，为什么是荷包蛋小公举？然后我是洗手间王子嘛，太过分了。哦，那我们来接下一位朋友的电话吧，我直接把你抓上来好了。芝麻不起，敢是安尼读，我敢有读唔对。无唔对，大家好，大家早早，大家好。你食早顿啊未？我食馒头，啉豆奶。馒头甲豆奶，安尼算是。对，豆奶应该算健康啦。老人唔是我讲的。老人食的物件，无要紧，老人食的物件。有啥物无好诶，我就是爱食。嘛是，有啥就是人安怎看袂要紧，家己爱食较重要。唔对，规章好好。规章好好无错。这嘛足经典。哇，你的肚足大张，小等者。而且我直接掠你的跳跳，虽然你的跳跳甲你的人看起来无啥共。拢共款诶，拢是共款诶。我看卖啊！我看起来是会飞呢，是有石膏，这敢石膏？毋是，迄是你的迄是鱼啊！鱼啊对，迄鱼啊画起来有一寡怪怪，迄不要紧哦。好，安尼我共款掠你的跳跳好啊。好，不要紧。我打一个我若像是真正较无甲你讲过伤济话啊，敢会当邀请你小介绍一下你家己，顺便互大家熟悉者。好，大家好，我的名叫做是瑞华啊，我嘛算是较介意算游戏的，算甲人抬杠安尼。我差不多算3档4档差不多啊。你有敢有较爱算倒一款的 game？ 我拢是算手机仔的 game， 手机仔游戏。拢是迄较简单的，毋是算迄电脑的游戏安尼。了解。所以可能会有一寡
可能爱抽卡是爱转两之类的啥？是这种，是这种。原来是这种无毋对。好，我知影你嘛晓台文，有时会看到你的老话，写台文吼。我是有看台语台看3档4档差不多啊。所以你的台文是看台语台学的啊？对，大部分啦。但是有时阵吼，我嘛会看迄网站吼，就是吼学一寡无共款的代志安尼。原来是安尼。你敢有推荐啥物网站是你感觉对你学台语较有帮助的？教育部的网站吼，对我吼帮助吼有够大的。阿慧台敢有帮助？嘛是有你嘛是教我讲足侪代志安尼。耶，多谢。虽然平常时嘛是，我拢为我的观众身躯顶学着足侪啦。我其实本身吼是客人啊，但是吼我是吼自细汉的时阵吼。袂晓讲台语哦，你台语吼，别人讲吼是大人讲台语，我真正是听无。我读册的时阵，我伫江水读册，足侪人吼，江水嘛是足侪人拢是讲台语哦，安尼吼，我嘛是足辛苦的。全班的同学吼，拢嘛是讲台语的，安尼足辛苦的。但是吼，我知影台语是对我吼，对我上班的时阵开始吼，看8点档，安尼慢慢但是我毋是吼就爱看8点档，就是吼听别人讲安尼，但是吼知影台文吼，毋是对吼毋是对0708年迄时阵开始是吼。是我看去公司的一个节目吼，看到吼，迄就是台文。然后吼，我想讲吼，我袂晓讲台语啊，我袂晓讲台语是要安怎咧？所以讲吼，我一定爱学。以前吼，我袂晓讲，今嘛我一定爱学。其实吼，我进前吼，讲话真正是有够害的啦。因为吼有得罪足侪是大人安尼啦，台语袂晓吼去语言吼袂通啦，袂认得啦。其实即马我台语嘛是袂认得安尼。谦虚。无，嘛是有看台语台看3、4档吼，慢慢学。当然吼，迄时阵吼，这时阵吼，我嘛有吼上4首啊吼。互台语台上动这礼物上互伊。还有这种代志？有，你会使去伊的白种业去看，我真正有送物件互因食。你就是寄物件去因遐就对啊。对。这嘛是一种支持的方式吼。无钱岛内，但是赶快吼。我有这个心吼，上4首啊，互因食，嘛是一种办法安尼。安尼应该嘛做温暖的。话起来应该我嘛是算用台文吼，台文写台文的，迄个朋友安尼。因为即马就是虽然有愈来愈侪，毋过感觉。有伫网络顶面有写台文的人，要是较罕得看到，所以若有看到，我拢会小注意一下。安尼我嘛算是一个就对啊。无毋对，我已经感谢，注意到你，嘿。好。你敢有啥物想要宣传呢？
宣传哦，宣传就是你帮我宣传啊，我有看到啊。嘿，你的迄个 YouTube 的频道就对，大家当多多支持。但是最近互人卖就啊，就惨诶。嘿，毋过有看到。迄不要紧啊。嗯。你有看到我开迄个拍麻将诶？嘿，我嘛有拍麻将，安尼。嗯。龙胜的天国麻将。毋过敢若看到2集。最近无虾米 update 啊，以后可能就会搁算较济安尼。好，安尼期待你后摆搁算互大家看。好，感谢，有闲的时阵我一定会算。好，无问题。感谢。哦，安尼我是头一届甲你讲过安尼。对，咱头一届讲话。写无较好，安尼先讲歹势。不，安尼大家家己调整一下，应该是迄个声量应该拢会使啦，应该是无啥物问题。是我听足清楚诶，包紧。嘿，安尼无问题。安尼我来接后壁诶人。后一个。好，感谢，祝你直播吼大成功。安尼就再会啦，后摆过来看。OK， 感谢，没问题，感谢。再会。好，我过来接后一位朋友的电话。过来，嗨，梅子熊。那怎么会是我？我想说有人要去拿早餐，我让他先去拿。等一下，他没办法吃我被上升到了。我太突然了吗？毕竟我是唐突系 VTuber。太唐突了。对，我都这样虐待来宾以及虐待观众。我是有一点被你弄到现在脑袋空白了。啊！你被我吓死了。还没死。哦，太激烈了，吓坏了。害我进来刚想说前面在讲台语，我也要讲台语吗？可以呀，你也可以讲日语，但我会听不懂。哦，然后互相伤害是不是？在互相伤害吗？我台语就破呢。不要紧，我但是日本語完全袂使。你是咧讲啥，小豪？你的台语比我的日语好啦，这个是毋庸置疑的。不会啦，我觉得以你的语言能力，学一下搞不好明年就可以讲了。哦，明年那很快耶，那就是也只有4个月后哎。说的也是哎，不要算那么清楚。说的是呢，说的也是呢。そうですね，而且我同事最近都在公司跟我说“何が好き”，然后我就说：“你平常到底在看什么？”这不是一阵子不会讲日文的。可是这不是一阵子吗？对啊，但他就是最近一直都在讲“何が好き”，然后我就问他说：“你最近到底在看什么？”哦，我最近在看《鬼灭》跟《怪兽8号》，然后说这两个跟“何が好き”没有关系啊。对，看《鬼灭》不是只能学到溜溜麦吗？要不然就是对水の呼吸。好，我还是不会日语。我想一下，你可以从那个台语跟日文有相同音的开始学。哦，有一些真的很像哎。对啊，没有，我觉得有些应该是对台语来说，搞不好其实它是外文。哦，这应该很多，这应该超多的。什么秘鲁？然后就直接英语，对，秘鲁日文是这样念的。对啊，毕竟我们曾经是日本的一部分，所以应该那个时候应该有蛮多字就是直接被安装进来。对啊，什么头妈头？对啊。对，苹果是不是也是？好像lingo，对，好像是哦。对，lingo 也是日文，没有错。对啊，超多。突然变语言小教室。对啊，这个感觉这个认真就是展开的话，其实还蛮有趣的，就是台语真的受日语蛮多影响。
那我们可以交换一下，我教你讲日文，你教我讲台语。可以啊，可以啊。现在马上吗？现在马上吗？要从这样怎么样一个语主题耶？你会用台语自我介绍吗？我吗？我用台语自我介绍吗？没错。哦，好，我可以试试看，但应该很破，观众会昏倒啊。不会吧？大家好，我是梅子熊，刚才安尼讲。我想一下哦，梅子我会讲，梅子，可是你的梅子是草莓的莓，是莓果，对啊，不是那个梅呀，不是那梅呀嘿，我是甜的，我只知道草莓是啊，对啊，那个超酸的。我只知道草莓是超但我不知道其他的莓怎么说。叫超啊？为什么有人叫好，我是被其他的 YouTuber 影响，但他为什么叫气泡？我后来有看到有比较专业的台语老师有分享，就是气泡其实是野生的，然后可能没那么好吃，是不太一样的，对，不太一样的东西。然后超就是养殖的。哦，这样我比较想当气泡养殖的感觉好像很娇生惯养，我要当那个在土里面滚的。那你要叫气泡型吗？好，又多一个绰号了，很不错对。不过因为感觉那个就是可能因为台语本来就融入很多就是日语的词，所以感觉好像很多人不知道怎么翻的时候，直接拿日语来用，好像听起来也很顺。哦，这样哦，今から日本語喋ります。不是整句啦，但是就是你可以说我是没哭哭嘛，就觉得好像也很顺。我是没哭哭嘛，好，大家好。没错，我觉得不错我觉得蛮顺的。聊天室说我的蛙讲错了，是真的吗？因为很多人都会讲蛙，但是其实是哇，有一个哇，那个很有点，就是蛮多人会发不太出来的。但是如果你去上什么台语正音班，就有人拿着鞭子在那边跟你说，啪，不对，没有啦，应该不会有这么恐怖。不，那应该要先打电话给我爸一下。喂，请问一下，你为什么都没有教我？你不是鞭子是要打你爸，不是打你，是这样子吗？他都没有认真教我，他都只会笑我说你讲话讲起来像我现在这样而已。哇，怎么这样？你要跟他说阿玛是恁囝啊，你要给我教。没，这是的。我反而去学校那个以前有一个学长，然后他是完全不会讲台语。他说他以前完全不会讲台语，因为他们家没有人在讲台语。但是他后来上学以后反而会讲台语了，因为他说他读那个汽修科，然后他说他整班都在讲台语，就只有他一个人不是讲台语，因为一堆都中南部的不会讲。然后大家都在讲台语，他就被迫学台语，就他讲的比我还好。有时候好像真的环境的影响，其实真的是蛮大的。对啊，然后我也是被这个学长说，那你应该要来我们班，可能上课上个1年你就会讲了。我说我也可是。哇，那我知道，把你抓来跟一堆会讲台语的 VTuber 一起全台语联动，你就会进步很快，对吧？然后我不知道我听得懂但就是其实大概6-7成都听得懂，可是自己讲出来就是怪怪的。我觉得语言很多时候都是听比较容易，但是要讲就好难了。对啊，就跟我的英文一样，就跟我的日语一样。其实我也听不太懂，对。你说日文？听懂2成，对。听懂2成已经算不错嘞。没错，不错，你有 N87，可以了。N87，谢谢，这是夸奖吗？听起来有点不像怎么会这样？是夸奖啊！哦，好啦，比 N99 好一点。N99 是什么梗？没有啊，就只是有些人会自称自己的日文程度是 N99，就一样。我只有听，我只有听过 N87 而已。N87 感觉还蛮好笑的。那你可以只用这个自我介绍。我到现在都还不会日文自我介绍你要学日文自我介绍？好像要学一下可以用请那个会写台文的拼音的人用台文拼音写日文给你。
好可以，感觉对他们来说有点看起来就变得很有趣。好酷哦！等一下，怎么介绍啊？现在说什么？现在算早安吗？你自我介绍。现在算午安了。对，是こんにちは吧？こんにちは。皆さんこんにちは。灰记です。灰记です。这样吗？这样会太没礼貌。可以啊。是不是要加敬语？不会啊，不会啊，有敬语啊，得死就敬语了。哦，已经敬了，哇，好，太好了。灰记です。好，讲完了，我不知道还可以介绍什么。唐突系，我想要唐突系要怎么翻啊？唐突系好难哦。唐突这个字有点难翻日文哎。或者我觉得，如果我要跟日本人自我介绍，说不定会说我是喜欢讲台语的 VTuber。我要去找一下福利连里面的宝箱怪叫什么？感觉是咪咪库吗？应该是咪咪库。好的，咪咪库です，这样吗？啊！哇！真的，这就是我是咪咪库，然后我蛮喜欢哈兹内咪库的，虽然没什么关联。唐突大家嘞好。对啊，这怎么会？请问你喜欢咪库吗？咪库，我比较喜欢咕米。好，跟你一样是绿色的。但我的颜色其实比较接近咪库吧。你这比较接近咪库嘛？哦，虽然咪库也被画成很多种颜色，有一些超蓝的。对啊，蓝绿色吗？没有，我刚刚想问台语的那个检定有分阶级吗？教育部的有分，然后它是3种不同难度的考卷，有 A、B、C， 然后考过就会得到不同的。我想一下，反正我只有考 B 啦，然后 B 考过就是中高级，所以我想 C 应该是叫高级，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哦，然后 A 就是明明是台语考试，却用英文 A、B、C 来分级，是不是？是不是少了一点什么？毕竟那个教育部的罗马拼音也是有使用 A、B， 但好像没有用 C 耶，怎么会这样？这请教育部自己处理。这个我帮不了。我从来没想过这个问题，好好笑。我只是突然觉得很奇怪而已。不是，我就只是喜欢挑，也是 N1、N2， 也是 N 啊。可是日文是用罗马拼音在打字的啊。啊，这样子啊，好吧。台语也是用罗马拼音在打吗？我的输入法都是用罗马拼音的，但我知道如果你很喜欢注音的话，手机也可以用注音。所以你说用注音打台语哦？对啊，因为那个注音符号就是大家有在学校学的注音符号，其实是基本款的，但是它因为台语有一些声音是那个就是中文没有的，所以你如果需要的话，你可以去学它的 DLC， 它有一个扩充，你把它学会，你就可以拿来拼台语。那电脑嘞？电脑的台语输入法是要另外装的是吗？对啊，有免费的，也有付费的。然后我有买付费的，我觉得很好用，但就是要另外装。我们也是看人打那个有点酷啊！谢谢。我都只会用那个接近的中文字在乱打。这感觉大部分人可能也不知道哪里有输入法，或者根本就不知道有输入法可以装。这个不是一个很普遍的知识。聊天室真的好专业啊！对啊，我其实很多东西都是我聊天室教我的。我有时候台语会有讲错的时候，也是靠他们纠正。那聊天室通通都会打台文的，好强哦！应该也没有到通，但是至少确实蛮多的固定观众是会的，蛮强。对啊。好吧，个人用日文教我台语，谢谢。多谢。有机会可以耶，好，我安排一下，有机会。因为以前那个我们还是被日本统治的时候，他们好像也有用那个叫什么片假名，会用片假名，然后也是有新增一些符号之后，就会拿来拼台语。说不定我们可以研究一下那个。想不想看火蛇拿鞭子教人讲台语？这么刺激哦！等下打给动保协会，说我又虐待来宾了。我们严厉一点，学不起来啊！
太恐怖了吧，太恐怖了吧！我的形象怎么变成这样？有人说想看啦，社畜1号想看，好那个编子不是我说的，来宾自己说的哦，那我只好实现来宾的愿望哦，这没办法，谢谢。没有看你凶起来过啊。我确实平常都蛮友善的吧。对啊，你的气质就是比较靠腰，有人说比较想看，有人说比较想看我被鞭打学日文，我就知道大家应该比较想看这个。那这个鞭打的角色我就先礼让出去了，交给你的伊犁。我就知道你想看他鞭打我，真是够了。大家都想看的，我想大家应该都想看。我先让出去。你最近有什么想宣传的吗？我最近目前还没有公开，但是下个礼拜应该会来挑战个那个睡眠导入的歌回。对，如果有兴趣的话，下个礼拜可以来看一下。虽然初次挑战不知道变成什么样。所以是听了会比较好睡的歌。就是对，会选一些比较好睡的歌，然后可能讲话会放轻，试试看。好，如果有睡不着的，是这样子讲吗？如果想要好睡的话，可以去看。等一下，我没贴你的频道，对不起。我没贴，没事。我就不会这样直接搜寻梅子熊，但还是要强调一下，是一个草字头，在一个每天的每的那个梅子熊。虽然你打其他的梅好像也会找得到。哦，好进步哦，科技很进步，还是找得到的话，蛮厉害的。对，你打木字梅还是找得到，但是我会纠正你，请你写100遍。对，要尊重人家名字。对。好，那对，那我们就来准备接下一位。换下一位了吗 ？OK。耶，你吃早餐了吗？没有，吃过了，但我吃的跟前一位有点像我这边也是喝豆浆。好。所以他刚刚回力枪打到我头上。被呛到了，怎么会这样？好啦，没事，我们交棒给下一位，上来鞭打火蛇。好，太恐怖了，又要鞭打。撒尤那拉。好，再见。好，那我们来接下一位的电话。我应该把谁抓上来嘞？我看一下。史洛姆回来了吗？你好啊。嗨，大家，我是来负责鞭打火蛇的部分。真的假的？你要逼我学日文啊？对啊。你也会日文？我会啊。大家都会，我的天哪，大家都好强。会一点点。难怪我没办法成为大伟 VTuber。不会啦，还好啦，一般般而已，而且我也只是一点点而已。请问你早餐吃什么啊？蒲烧鲷鱼蛋饼。蒲烧鲷鱼蛋饼好酷哦！我是因为前几天滑 Uber，因为我家附近有 Uber，然后我就滑到，好想吃哦，但是我在上班，好麻烦，算了，等假日再来吃。OK， 然后你假日就怒点。然后我现在有一个咸的是蒲烧鲷鱼蛋饼，然后另外一个是那个炼乳蛋饼。炼乳蛋饼，它就是只有直接加炼乳，没有其他料。对啊，就是加爆的那一种。好酷哦，好酷，超难想象。反正蒲烧鲷鱼蛋饼很好想象，感觉是真的蛮好吃的。而且我的炼乳蛋饼的皮是黑的。竹炭吗？对啊，它是一个叫什么？它是用黑色的特调的粉浆蛋饼。好酷哦，好酷哦，好酷哦。没错。很难想象。会啦，蛋饼，我很常吃一些奇怪口味的蛋饼。不过确实，你就是要来一点特别的。没错，各位，我就是要吃来一点特别。而且这间他家的他卖蛋饼卖的种类还蛮多，卖了20几种。那是很多他是专门做特殊口味的。没有他就是一般早餐店，但就是他做了好多种口味。
而且都还不错吃，不得不说。我现在对那个蒲烧雕蛋饼确实蛮感兴趣的。我之前有段时间超爱吃蒲烧雕的。我也是，我超爱吃那个的。对呀，哦，好久没吃了，我想不起来我上次吃蒲烧雕是什么时候，可能真的有点久。不是脆上面那个炼炉仔开的店，没有，它是额外的店。就是不过说到这个蒲烧雕，就是你知道蒲烧雕就是那种好想吃鳗鱼饭，但我没钱，我要吃蒲烧雕。啊，是这样子吗？是这样子吗？对啊。啊，是是有点不一样吧？我觉得是不一样的东西耶。不一样啊，但是味道很像。就是如果有人就是醉餐的时候，好吧。只是我觉得，就是如果我是想吃蒲烧雕的时候，吃鳗鱼饭也没办法获得同样的感受。哦，对，但是想吃鳗鱼饭的时候，吃蒲烧雕可以获得一样的感受，类似的感受。那蒲烧雕比较优秀哎，就是蒲烧雕就是那个什么，就是去取代那个鳗鱼的，就是鳗鱼的部分这样子。确实啊，蒲烧酱是一样的有道理啊，对啊，就是蒲烧酱是一样。现在看那家蛋饼啊，那家蛋饼好多。好，再等你传给我，我之后就可以去吃了。没有，这在北部，好远。在附近，你知道还有一个什么吗？绿芥末卡拉鸡的。绿芥末卡拉鸡，对，听起来绿芥末是日式的那种。对啊，就是瓦萨比，然后加在卡拉鸡腿蛋饼里面。这不会？我怎么感觉芥末味感觉会有点打架吗？有点难想象哎。好吃吗？我不知道啊，我还没吃过。对啊，山葵。我也没吃过，改天再来慢慢吃好了。好，那感觉菜单其实可以吃很久嘛，毕竟有很多样。我会截给你看啊。反正你可以一次吃一甜一咸。啊，真的？没有，它甜的只有3份而已，它甜的只有3种而已。另外2个也很特别吗？没有就花生棉花糖跟那个什么巧克力棉花糖。感觉好像确实是相对比起一堆炼乳，听起来是比较可以想象会有别间店可能也会有做。这算你的早餐还是午餐呢？原本算早餐，因为我10点就点了，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他就一直等到现在才来，等到刚刚，那就比较像午餐呢，差不多了，所以好险我点比较大份，对，不然所以你就是直接就是2餐就是都解决了，对啊，2餐直接一起解决了，哇，很省哎，再剪片，所以想说一次买，剪片真的好累啊。我疯了，我剪了一支20分钟的影片。我目前最长也只剪15分钟，我已经觉得很崩溃了。我从会剪影片到现在，我现在剪过最长的叫1个半小时。哇，好累哦。你都有上字幕？都有啊，以前有，然后后来业主上字幕，后来业主跟我说不用上字幕了。真的吗？早讲，早讲吧。差太多了吧？上字幕最累耶。对啊。天哪，这太恐怖了。早讲，你倒是早讲，而且他们用的已经是很烂的麦克风，在那边给我讲话，我还听不太清楚。但耳朵会爆，还一堆专有名词。这个很多专有名词的话，可能用 AI 也不太行。对啊，没有，那个声音杂到完全没有办法用 AI。哇，好厉害哦！就是 AI 出来了，它还会有错，而且错大概 AI 就是用 AI 转的话，大概出来的错误率大概好像20%、30%左右，是真的蛮多。有点太高了，还不如直接用听打的。没有啦，用听打的还用 AI 还是比较省一点点时间。真的吗？可能我打字有点快。没有，因为我不是用影片，我不是用影片的 AI， 我是把它直接转语音稿。然后再用，对，我是用语音转文字，然后再一个一个去跳，这样子。哇，
这总之不是，不要字幕要早讲哎，这个差超多的。对啊，不要字幕要早讲哎。虽然钱给的很多，虽然钱给的也很多，没错啦，但是要早讲哎。可能他给你那个钱，然后你就觉得这个应该是含字幕的钱，是不是？嗯，对啊，好，算了，五位数，好了，可以了。可以了。哎呀，五位数，好了。有钱好说。真的，钱可以提升容忍度。如果你觉得你委托的对象好像快忍不了了，他好像不太爽你啊，给他钱他就会爽了。没错，我们接案就这样。对，钱是礼貌的一环。但是我也没有额外在对外面接影片的案啦。感觉会忙不完忙不完啊，因为我这影片都是人家帮忙，就是人家请我帮忙这样子。哦。然后剪的都是一些不能对外公布的影片。懂。感觉你也是神秘秘的人，可以这样讲吗？我很神秘。好，也不算了。算了，发现我们颜色好接近，没事，你继续。对啊，我们颜色超近的。对啊，其实我们是那个叫什么双胞胎啦。我们是13多年的双胞胎。没错，我们是异父异母的双胞胎。对啊，你看我们都是绿色头发，然后都是长辫子，都很帅。对，都很神秘。没有，我们就是那个那种小说里面，就是那种异父异母，然后我是在天堂，我是在那什么，我是在天界的，然后也是在魔界的那一种。太中二了吧，蛮喜欢的。对啊，就是我是天界的那一种，然后妖精之类，然后也是魔界的那种。嗯，的确，我随时会黑化，拿鞭子打来宾。对，没错。对，斯罗姆学台语。台语吗？没有啦，做笑。台语我嘛是会晓讲啦，应该是会晓啊。我是会晓讲啦。但我不会日语，请不要拿鞭子打我，谢谢。所以思思是被拔脚的版本是这样子吗？哦，是被拔脚版本吗？那我耳朵可能有点长哎。那拔耳朵吗？拔耳朵不要啦，不要拔耳朵啦。太好了，不能只有我被迫害，你们以后可以去拔思思的耳朵嘞。不是，火蛇耳朵上面那些钢钉比较好拔，不是耳钉。拔那个干嘛？钢钉是怎样？耳朵骨折哦。讲错。我以为欧拉夫老师有在你的脚里面放钢钉。没有，那放了钢钉比较难拔，他一定不会放。不好说啊，搞不好你就是跟那个，你有没有看过那个可以插拔的那一种，就是里面是一根钢钉，然后就可以从你头上这样拔起来，然后你头上就有一颗洞这样子。好猎奇，超猎奇的，你怎么都会想这些东西呀？因为我很神秘。你很神秘。火车是一栋大厦，对啊，它是钢骨钢筋结构。谢谢，这是夸奖吗？很硬啊。没有啦。好。最近有什么想宣传的吗？最近有什么要宣传的吗？哦，其实这个月事情蛮多的。请说。这个月好多事情，我原本想要今天晚上再来好好整理，不过现在讲是还好。像这个礼拜、下个礼拜我要恢复开始讲防灾了。休息了2个礼拜，我终于可以开始继续讲了。好诶，终于要回归你的本业了吗？回归本业，对啊，我看一下上一次讲防灾什么时候？扣掉防灾月报以外，从8月22号以后到现在，我没有讲过任何防灾。我们果然是异父异母的双胞胎，因为我最近也想要回归本业了，我应该之后会多做一点台语的。对，我想要回归一下本业了。要回归，下次要预言什么灾？没有吧？真的是在预言吗？下次要预言什么灾害吗？我也不知道哎。哦，好神秘哦，好神秘，好神秘，好烦哦。好，对啊，这礼拜2要讲复合式灾害，完蛋，听起来很复杂，听起来就是全包之类的。哦，天哪！不过我还在
还在写啦。我等一下，影片剪上完字幕，我就要去写稿了。也是很忙碌呢。对呀，然后礼拜四有一个，因为我之前看到 Spotify 上面有那个外国人做的搭配 CPR 的歌单。哦，节奏类似的。对，我这礼拜四我想来挑一个台湾版本的中文版本的。我只知道哆啦 A 梦，别首我不知道。我现在第一首应该是 Bobby。好像差不多。对，王彩华的 Bobby 那首是超级神曲，所以就必须要用这样子。地震当下压到手机，向前任传送复合讯息，原来是这样子吗？复合式灾害？不是这种复合式灾害，怎么会有这种复合式灾害啊？从来没听过。不是这种复合式灾害，复合式灾害指的是，你有想过水跟火会同时出现吗？怎么好像听过这一句？可能我都在偷看。就是海啸来的时候，那个木造的房子会在水面上烧起来，跟烧王船一样的概念。对啊，我好像听过对啊，这是烧王船，这有点类似烧王船的概念。原来如此。然后就会顺着海啸把这一团火慢慢带进去里面，带进去陆地里面，沿着烧。好，我们保持神秘，就是想知道更多复合式灾害的话，就是记得要去看斯洛姆。没错。然后对，然后下礼拜我跟黎乌出去拍的 V-Rider 要上线了。哎呦，要上播了，因为我现在正在剪字幕，应该下礼拜就剪好了。好看系列，大概20分钟吧。哇，一定要看，可以配饭20分钟。对啊，我应该会开首播，就是那一天会8点或7点开首播，然后9点会有一个后日谈，这样子。然后9点之后我会跟礼物再做直播这样。期待了。没错，好长好赞，好难剪。20分钟太久了，上字幕会上到吐。我现在才上完多久？10分钟。一半了，恭喜！都得说我从昨天开始上。那再上一天。对，然后最重要的活动是921那一天啊。921那一天有一个防灾挖灾，就是原本是下礼拜天啦，但是为了配合这个月，我把它移到921那一天。原来如此。那一天的来宾，我现在应该可以公布，反正我最后下礼拜要公布。现在来宾有，都是企业室啊，我这样跟大家讲。你越来越大尾了。没有啦，这么大尾。没错，就921那一天的防灾挖灾会都是来宾都会是企业室。那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来参加一起玩。好玩，可以一起玩卡户特哦。没错，可以一起玩卡户特，可以挑战一下。对啊。那就跟斯洛姆说再见啦。斯洛姆宝宝跟大家说拜拜。没有，不是宝宝。斯洛姆宝宝该说再见了。是这样子吗？西西啦啦，小波，斯洛姆宝宝说拜拜。天哪！我不知道有这一 part。好，那我们来赶一下进度。我们有请下一位。伊托六库加上，欢迎你来。哇，我家迄个网络真正有够歹。斯洛姆拢较袂闪，我就已经听到你声。歹势，你搁讲一摆。我讲我家迄个网络真正迄个有够歹，斯洛姆还袂闪，我就听到你声。我底下听到是斯洛姆宝宝说一桶绿茶。就是唔知影是安怎塔做伙啊，就对。延迟。有卡迄个。
迄落啥？即马应该是有听到有清楚，应该是无问题。拢无问题啊。你好。你讲有啥物问题？问题就是我即马还未食早顿嘛，我还未食中昼到枵的。安尼，咱讲较紧诶，你着通好去食中昼。我着通好继续去做工课啊。哇，你毋免食饭哦。着无时间啊，有时间再食。哎呦！哈！我真迄个，若是迄个，应该讲我若是有要来转吼，我一工爱走迄个5摆病。哎呦！安尼你就是一工可能食一顿安尼。我一工一顿2顿吧。哦。你身体家己身体敢会堪热？会堪，30公斤拢油，还袂堪。无我袂记得我之前去迄个验InBody的时阵是迄个哦，偌济是肉，偌济是油，但是应该，就是过迄个过头大箍，应该就差不多。我捌量过，我毋敢量啦。我应该嘛足侪拢，我应该拢有。毋过你看起来你食食是较健康啦，应该是。想无你会家己煮，应该是比我健康足侪。你上后一摆看到我家己的时阵是啥物时阵啊？嘛是有一时啊呢。对。就是即摆迄个。一直走平，就迄个凊彩买一个海来，买一个7差不多。无用的时阵真正无通选呢。嘿啊。就是有啥物件会使赶紧食了，就会食迄。嘿啊。我感觉我即摆上大的问题已经毋是食饭。你敢有是胃肚？胃肚。困有啊，一工困迄个4点钟、5点钟，够健康。足少的呢。到时阵去旅游迄个印物件时阵，阿静看到我，哇，就讲伊就是讲我是毋是有咧食啥物药啊？目睭下骹拢乌的。你有见面？无爱等迄个14号。期待，我一直足期待恁互相见面，看会安怎？你期待阮见面要创啥？就是会使招一团啊，做佚佗安尼，顺便替我宣传就对啊。伊是使你，我嘛是使你，阮两个互相宣传，一定拢是使个人要创啊。毋是，我是讲迄个，恁就是会使做伙出去佚佗啊，是安怎啊？就有人想讲，恁即团是咧创啥的？恁这是啥物团啊？就会使向迄个青云人宣传。安尼我知影，即摆迄个老的时个人拢有听到，伊嘛拍算要出一个真正 T 恤互阮穿啊。我毋是火子爱出。歹势，我听无清楚，你搁讲一摆。就是即摆迄个开讲室的人拢有听到，火子嘛要出迄个周边互阮买啊。我毋是火子的 T 恤来出出来。无啦，我袂晓做 T 恤。你即手出一个迄个周边啊，阮迄个招一团的时阵，才有法度替你宣传啊。你敢无想过这项代志？无毋过我感觉你讲的小可有理。安尼无一定爱出。那是老师参与。无一定爱出 T 恤啊，会使出迄个帽啊，安尼着你会使，着身躯顶着穿，我毋是礼物，你着会戴迄个，我毋是火子的帽啊，人就会问讲，你到底是啥？等下，我感觉这会使哦，你出一个帽啊，顶悬迄个帽啊有创迄个，甲你迄个同款的。我真正知影有人嘛是有角的，真正安尼出。对啊，迄个帽啊，就鸭舌帽，迄个安怎讲？帽啊顶悬有角的，迄款设计有啊。对啊，会使啦，这会使啦。
结果你到时阵出一个无啊，是顶悬是迄个你迄个好想的，佫有一个拉条伫顶悬。哦，啊，佫真正会当点，无啦，袂使点会烧起来啦。我点落，迄个，等到我宣传差不多迄个半点钟以后，我就变迄个 Ghost Rider。你伤危险啊！佫毋是第一集的，是第二集的，会超伟大。哇！我真正拢甲大家祝台。哦，我真正要甲我迄个编辑代表，咱讲提起来。哇！你点样出？哇！结果是，你无出，我就出。啊！佫会当道具。咱有新的俗语话。恁嘛是爱，恁遮个人嘛是拢爱出道啊！恁若毋出，我嘛会甲恁出，安尼会使。我即摆迄个头壳内底的迄个画面是，我两个拢比迄个挑布的模啊有，摕一个变成来互相出啊！足奇怪，有够奇怪。这画面有够奇怪，会使画怪图，嘿。够奇怪。袂要紧，我都毋是啥物做正经的人，所以大家有爱看。当然我嘛毋是，大家迄个即摆迄个，而且大家应该拢毋是。哦，伊讲的哦，伊讲大家拢无正常，毋是我讲的。我就是讲你会讲死，然后我就会使迄个，你嘛是要讲毋是？你拢安尼，你拢甲送学的，甲我学的。好啦，摕你无法。啊，请问你最近有啥物想要宣传的无？比如讲要出道啊，还是？你感觉你敢有听有你家己咧讲啥？啊，恁咧讲啥？我想讲你敢听有你咧讲啥？所以名袂佫出道啊！你就是讲我无你听。啊对啊，就是你有要宣传你要出道的代志无？啊无。啊无要宣传，有要出道无要宣传呵。啊？哦，如果是 crap。啊！你拢卡来啊？毋就是讲要做 VTuber？爸不会，无啦。我真正是对台哦，35分哦，喵，等者，为什么因伫遮？啊！你嘛来啊！来拢来啊！想买自然来拢来啊！啊，我感觉摕一寡迄个导游去互你。啊？谁怎爱导游？啊，无试过。谁那要试过？啊，来拢来啊！啊，毋是啦，毋是这个意思。我讲到宣传，我最近其实你敢毋知影迄个严小妹？啊，知。我有去参加伊迄个画图比赛，结果已经第2摆啊，佫无评迄个着名。你要宣传这啊？你要宣传你佫无着？无啦，迄个我是讲，若是迄个我画图底下应该迄个无啥有人看得到，宣传我的画好啊。哦，会使。因为迄个比赛时阵，毋是干那迄个无着名，是所有画图的人，除了我，关迄个官方拢会迄个底下留一寡迄个意见安尼，都会留一寡迄个感想安尼，啊，干那我，啥物拢两届，啥物拢无。伊可能是真正无看到你吼。对，我过来是，我过迄个，我过来迄个家己迄个take来看到，伊对我讲，伊迄个伫我遐留话，唯一一句话就是，我有看到，多谢。啊，安尼，若要替你宣传，是爱宣传对一个口做白茶对无？白茶嘛会使，啊，乌茶你毋惊迄个，你毋惊迄个大家迄个饲落，你迄个皮肤复杂，我就嘛是家己说多些。我毋敢，我拢偷看，啊，毋过 YouTube 我毋知影敢会当打折。啊，当然嘛是袂当，我是袂当啦，啊，迄个连接应该会使。啊，毋过乌茶好看啦，有爱看啦。Discord 会使打，啊。
多谢呢，后摆我地为你。会使，欢迎，看你要甲我画做查某查某拢会使。哇，水啊！水，一定爱，真正欢迎大家学白话。哇，你一个口做是黑茶，一个是白茶，安尼真正学白话。好，多谢你来。结果我拄倒迄个网络怪，我你上后一句我无听着，我就看到多谢你来。我假是你要插我。要甲我赶出去，无啦，我安尼挂电话就干对你。我拄倒啥物拢无讲，帮我迄个整一整条，多谢。好，我一定甲整落来。是啊。是。你有要来甲我抬，伊就住迄个，伊就住你的三桌仔内底迄隔壁呢。嘿啊，你要来甲我抬。哇！我听着开门声，好，你哇，就是开迄个三度的声者。今仔日就是我迄个头一摆，阁是上后一摆迄个派遣啊，大家再会。敢是上尾一摆好啦，安尼，咱来赶一下进度，接后一位朋友的电话。迄卡请。来，安尼咱来请塞菲尔。你没错，你突然被我抓上来了。你好。最近生活过得如何？有钱吃饭吗？吃很饱，家就好，家就好哎。我都没缴税，你还有钱吃饭，太好了。我名字那个还可以找其他名字名高。好，那看来我以后可以继续逃漏税，太好了。那不行。可以。我要慢慢养啊！你知道那个名字名高也是韭菜，也是要先养着。那我们来请下一位来宾。那你好啊！我们上次讲话是很久嘞，是那个猛兽派对的时候。好久哦，为什么这个人都没有给我发一点什么邀请之类的呢？这个箱子，那你也可以发邀请啊。我有在心里发，我要用意念。好。我有用意念邀请啊，你怎么没收到呢？我没梦到啊，我没有接收。你要通灵啊？我不会啊，没有人教我。你要通灵，塞菲尔有空的时间来邀塞菲尔啊！不对耶，那个宝箱怪义务教育没有这一部分哎。有啦，有吧？有吗？没有吧？没有吗？没有吧？你不是最清楚吗？没有，我不管这个的啊！我以为当个女王就只要在旁边，就是你知道，偷偷的贪污一点，这也不一点，那里都一点，然后剩下的就交给其他人处理就好。革命暴君啊！没有啊，我哪有暴君？大家安居乐业的，你还可以逃漏税，多好！这是德政。德政，好，有逃漏税。德政。谢谢。好想要喝到一个奶盖的巧克力可可。想到德政就想到，好，我太意想不到了。先把你的推曲放给大家。哇，谢谢。谢谢。也完了，一阵尴尬，一阵尴尬。我先在这里放一个尴尬的沉默。好。我们有沉默了。你有打算玩4之歌吗？
是个，我连它第一代都还没有玩完，我不知道要不要玩。我也没有玩完第一代。我在想，如果要玩狮子哥，我可能会想先把第一代玩完，那个空洞骑士。感觉好像第二代比第一代难呢，所以如果第一代打不完的话，第二代就别想了。但是我没有提早发现这件事情。所以你买到了吗？你已经打过了那个？没错，打过了初期 BOSS。打过了 Steam 三柱王。对 ，Steam 三柱王连线错误。没错，有人现在才发现我们都是宝箱怪。哇，太慢了 ，too slow。对，这没关系，没关系，现在改过自新还来得及哦。真的，你们就可以知道宝箱怪是一个多美好的种族。哦，怎么说呢？你看到不开心，遇到什么事情，我们可以怎样躲箱子里面？看到看不爽的人，我们就把它嘎啦嘎啦掉，把它关箱子里面。还可以把精灵当洁牙骨，多好啊！把精灵当洁牙骨吗？他又咬不碎，不就洁牙骨？你都这样哦。好，那个斯洛姆好像是精灵哎，斯洛姆别跑啊，斯洛姆。洁牙骨该洁牙了，真的多好！这真的是蛮凶残的，我都不知道可以这样。学到了，学到了。宝箱怪义务教育没有这个没有啊，那你要责怪那个负责义务教育的人，那个跟塞菲尔没有关系哦。塞菲尔顶多贪了一点那个教育费用。那听起来就是你的问题耶。没有。还可以流一堆口水帮别人洗澡吗？哦，好，这是互利共生。感觉什么？感觉就是口水很多，在嘴巴里面养一些海生动物，超恶的。以后海生动物也不敢跟我联动了。江。天哪！哇，有人高歌离席了。不，回来啊！他要去预言下一场灾难了。他用灾难消灭我们了，太恐怖了。真的。谢谢。请问你喜欢吃海生动物吗？我平时不太敢吃鱼以外的东西。我不太懂海蜇皮的。水母吗？我好像没吃过但我也没想过要吃。虽然我知道有这种东西存在。有那个。还有什么海参之类的？海参我也但塞菲尔没有碰过。那个我看了就没有特别想尝试。看它黑黑的一狗在那边，谢了。谢谢，不用谢谢。对，你好，我不用吃一点。您好，我不饿。好像蛮需要这张图的，虽然没看过，希望有人可以做一下。希望有人可以做这张您好我不饿，然后一个摇摇手的动作，好可爱。说到这个，有看过有人做那个你喜欢吃虾子吗？还没播之前不用对，播完之后好，没错，完全就是播虾子超麻烦的，真的。希望大家都可以帮主播播虾子，希望大家都可以算了，应该没有啦，大家应该没有那个可以找到另外一个帮他们剥虾子的人，太难过了。应该可以吧？我觉得有些人应该可以。有吗？有吧？有吧？有吧？爸爸妈妈。对啊，或是去绑个奴隶也可以啊，方法很多啊。哇。对啊，那努力要从小教起耶。我希望未来大家都可以教自己的小孩，就是要懂得帮长辈剥虾。我以为是把小孩教成你的奴隶嘞。那太残忍了。原来你会在意残不残忍？不是，你都会用精灵当洁牙骨了，你会在意这个我又没有把他们头咬掉，就只是嘎啦几下而已，又不会怎样。好吧，说不定他们很喜欢。对呀，多好。我想也是。
有人在质疑了，为什么宝箱怪挑食？宝箱怪也是会挑食的，好不好？怎么了？我们宝箱怪在我眼中就是什么都吃的吗？不对吧？宝箱怪也是有尊严的。我们也是很挑的呢。对啊，太过分了。塞菲尔挑食的东西多到可以写10张 A4 吧，字句12，字体12，字句1，不含标题，不含封面，双面列印啊！哇，那一个读报告的教授会说，你这个要一页一页印哦。哦。那还蛮挑食的。那个应该说不会特别去吃。哦，但是真的到你面前了，可能还是会吃是吗？不会，到我面前我就谢谢我不饿。谢谢我不饿，又可以用那张图了。谢谢我不饿，你好我不饿。你好，不用，你拿去吃。好，那请问你最近有什么想要宣传的吗？最近已经到了宣传环节了吧？已经到了那个完了，不知道接下来要说点什么了，让你宣传赶快走好了，我想下播了的环节了。没有啦，想说可能等一下，你吃早餐了吗？有，你吃了？吃了，我刚吃完了6个小时午餐。午餐是什么？哇，穷到生活里没有午餐这个东西。作息混乱到不知道早餐跟午餐是什么，只认识早午餐、下午茶、宵夜。哦，跟我蛮像的。一律3餐嘛，是吧？有3餐，差不多啊。一样啦，差不多吧。人家午餐可能12点吃，我们这边下午4点，差不多。只差4小时嘛，时差啦，这是时差，我们非常国际化而已。我们在哪个国家？我只知道台湾跟美国差8小时，然后我们离这里，我们在日本在旁边，我们住在太平洋的深海的大凤梨里嘛。哇，海绵宝宝，但是我没有那一个方方黄黄伸缩自如啊，我没有方方的黄黄的。没有方方的吗？本体不是应该方方的吗？我没有弧度啊，你看我头上顶着这个箱子。哦，是有弧度没错啦，但是对一般普通不讲究的人类来说，也算方方的。真的是好不讲究哦。还有什么？台湾跟美国有12到16小时的时差，哇，美国很大它每个地区的那个时区好像也不太一样。哇！但我还是没有研究。时间魔法，这算魔法吗？可以吧？时间物理，地球的魔法。哦。原来差这么多的吗？那如果我们在那个金币甲投稿的时间之前稍微移民一下，是不是就可以多1天的冲刺时间？虽然他没有说，但我想应该是以台湾时间为准吧。他没说啊，我其实他也没说啊。那明年给你表演啊，明年表演如果失败，你就可以投后年翻车奖，怎么样啊？那不行，我今年已经失败了。啊，你今年已经实现失败了。那你明年翻车奖可以投今年失败那好烂哦。对不起，我尽力了。好拜托，努力的想给金币奖多挖一点投稿人，然而对方说可是好烂哦。蛮好笑的。好了，明年再接再厉。明年啊，明年复明年，明年何其多！我们毕竟是要当一辈子 VTuber 的，对吧？你也要这么好。你是一辈子 VTuber 的，对吧？对啊，我不知道你也是我以为你赚饱了就跑了。
我也是想要赚饱了就饱了，但感觉我一辈子都赚不饱。啊，原来是这样、啊，逃不了啊！原来是这样、啊，一辈子都赚不饱，太可怜了。现在宝箱怪生活好困难。真的哎，还有人在逃漏税，哎，还有哪个箱子在逃漏税的？不知道哎，绿绿的，好过分哦！怎么那么过分？哎，所以，除了有人在逃漏税之外，你还有什么想宣传的吗？啊，对哦，对哦，那个，怎么办？我现在有一种进到隔壁班，然后想要找人，但又有一种直接喊旁边不认识的人这样说话，好像很尴尬，以至于就把气氛弄得很尴尬，就会在别人家教室门口鬼鬼祟祟这样。就是然后就有人说外打，太难了。是你要宣传的，我想想那个今天晚上塞菲尔会开那个统整大会。哦，那是要统整什么呢？那个会分享塞菲尔上个月开了什么台。哦，蛮酷的。然后这个月预计要开什么台？每个月的月楼基本上都大同小异啦，但就是会拿来说一下。还是报告一个杂谈。还是报告一下，我们这个要善待我们的股东。原来是股东大会。然后，就是塞菲尔的台是一个这样的概念，就是月初会有这个统整的大会，月底会有练习的歌会，中间我就在玩游戏水直播。是一个长这样对那个图奇现在那个9月有那个付费会员，图奇的付费会员叫订阅那个订阅有打折，我希望大家可以多订阅一下，因为那个我们图奇订阅过100，就是那个塞菲尔会公布 2.0， 抽到2年至今，已经2年要办了，还没有个 2.0 出来。那大家就是可以好像订阅就可以解锁了。有想公布，但又有一种好想找个由头来公布。但如果用周年来公布的话，又好像有点亏。对，因为本来可以水2次。对，还可以水。还那我可以再们都蛮精水水通，水直播的。那很好啊。太好了，这是宝箱义务教育的一环。太好了，我们终于义务教育有用了吗？终于有用的部分出现了。终于有用了，学会。原来宝箱怪的义务教育，除了看人家看到不开心的，让你不开心的人，你就把他嘎啦嘎啦掉之外，还有这个如何水直播吗？没错，把人嘎啦嘎啦掉教大概半堂课吧，然后如何水直播教6个水年。对，没错，非常好，非常均衡的比例。非常好教学。对，教学非常好。我本来想说在火蛇面前讲一点台语之类的，但又后来想想，不对，塞菲尔没有那个胆子。你可以讲。然后每次在很会讲台语的人面前讲台语，我都有一种我在亵渎台语的感觉。太夸张了吧？不至于吧？有啦。没啦，太可怜。有可能。讲。有机会把你抓来教台语好了。唔知影要安怎讲，但大家拢讲我讲食碗糜看碗糜，伊唔知影我咧讲啥。你搁讲一解。食碗糜看碗糜。你是讲食碗来看碗外？哇，我听有。你看我台语，安尼敢有算认真？认真听有啊。加讲就愈来愈甲我讲啊。好，我身躯并无会晓讲台语的人啊。若有机会掠你来加讲歌啦，甲你掠来。安尼你会死去，因为是迄个生气。
你会中风？应该是袂，矛盾大对决吗？你爱快点哦。可以啊，我觉得这个可以当耸动标题，绝对不会生气的主播。不管怎么样，我都会好你生气耶。好，可以挑战一下，我觉得大家会想看诶，开始说那个我不知道诶，台罗是什么咒语吗？这样吗？有没有很生气吗？我觉得这个太明显在模仿了，我觉得很好笑。已经太看得出来，这个反串都不用注明了，就知道是在反串的。对，这个叫什么？反正就是太像了，就反而看起来像反串。不行，我们要自然一点的人，或人家唔知影诶，这个时代阁有人讲台语哦。啊，你唔是在咧讲啊？可恶，啊，好，我觉得可以有个企划，就是挑战让我生气。好怪的企划，怎么会有这种东西？好怪哦，这是什么逆向骂倒台吗？算吗？台罗长得像毛毛虫，不对，是毛毛虫长得像台罗。哇，那你可以叫那个10只毛毛虫来做一个台语文章。什么东西？叫他们拼出那个 TOO 的台罗怎么拼？哦，所以我还要先教会毛毛虫，就是排队形这样子。我一下难度应该跟你教塞菲尔台语是差不多的概念。不是我说的耶，太严重了吧？有啦，没吗？有啦。好，我们下次试试看就知道了。不知道为什么说乌娜都有一种乌沙奇的感觉。乌娜。哦，可能再激动一点的话会更像。是有一点。还可以哈人家吗？哈？可以啊，哈。哎呦，我觉得那个哈蛮像的。好，那我们来接下一位的电话好了，不然快要没时间吃午餐了。这个我已经让下一位干等很久，每一次他说哦太好了，要到塞菲尔宣传时间了，我可以上来了，然后塞菲尔就不知道耶，好像去隔壁班的感觉，然后就说所以我呢，没事，反正这个我们的图代就是真的是蛮突击的，我根本也没有设定时间，我甚至没有设定顺序，就是来就聊，对，那个对方一直等，好像有点不好意思。还是我现在就阿爸在这边，然后说来那个此台是我。哇，太狠了，直接把人家频道端走。整晚端走，还说什么想跟妥蛇图代吗？捐个200万善款来看看。然后我的频道就没人看了，太好了，太难过了。好，那我们之后再聊，好蛇，拜拜。好，塞菲尔再见，那我们就来，拜拜。没问题，那我们来有请下一位。阿姐，你好。哦，我应该无甲你吓惊到吼。袂啦，那会咧。我惊我伤大声。袂啦，那会咧。啊你，大家好。有食中昼啊未？未，大家要下班尔。啊，安尼。物件大家款了，准大家要下班。哦，就咧等我接电话就对啊。无要紧啦，拄好想安尼我拄好接尾上尾班诶，袂歹。对。啊是讲慢慢甲你拖伤久，无你到时你个拖伤晏食中昼嘛毋好。袂要紧，我食物件足紧。毋通食伤紧，啊无对胃毋好哦。对啊，应该是爱改呢，毋过。而且像咱阵，你若有想要互家己做较少诶，就是爱食较慢。听讲是安尼，因为食伤紧拢到胃内底等伊才到消化吼，吸收伤好。
嘿有即款讲法啦。我嘛有听过类似的，讲你食物件拖较久较会饱。哎呀，伊迄个发泄的迄个信号较会传到脑位啊。对。啊无迄食毋知饱，到时就去食一堆啊。对啊，咱平常时我拢对，我拢安尼。我嘛是安尼啊，所以得见爸爸互阮兜的人甲我念讲，食较慢的。我嘛是，有时我食拢安尼。出来嘛，我安尼讲。对，会互出来人提醒。咱共种哦，共种头也咱共款种头，无怪身躯会垮起来。对啊，这哎哟。是讲阿辉较无差，好伤怪，死死角角，根本就快啊。佮较看到较大声尔，大家嘛较看袂出来。安尼缀较侪物件啦吼。对，北内会使缀较侪。家己包袂超车。目前来讲，像我昨暗咧讲要陪大家一只联动，只好朋友个信上逐个一个一个挤入你巴肚内。拢贴食落腹对。真大咧实行嘿。水。今仔日个佫过来同好话啊嘿。期待。讲希望莫害互其他人感觉讲咧谈消费安尼都。应该袂啦，大家互我食落应该嘛足欢，敢是安尼讲，应该嘛足欢喜的。会使探一下我腹肚内底有啥？我想看卖哦。最近佫有啥物啊？最近就是大家若是有伫 Discord 的，定会当看到。即拢会画足济我的图。都像讲安尼画，再趣味啊。我嘛爱看，而且感恩。嘛会当看到你伫你的 Twitter 嘛会画，你若像拢画足济人的，你若像画足济图的。我即个人就滴。支持足济人都要画足济图。安尼趣味啊！所以见摆对台有当时2、3台所开诶嘛是，有当时讲对这主播伤过无尊重无。应该袂啦，有来看，应该上无我，就是大家若有来看，我就拢足欢喜诶。对啊。因为你诶台的。内容嘛真趣味啊！对是，而且我嘛会感觉讲，即摆趣味的主播真足济，真正会看袂了，所以大家若是有法度一摆看2台，迄大家的本事，迄当然就去看。我是安尼感觉。爱像你北长则看较有法度。哎哟！有诶拢想要讲，会当单飞无？嘛是有的人会安尼想。对啊，有人嘛是安尼啊，所以讲爱像你有安尼北长则看较有法度。哎哟，因为我嘛是爱靠别人的流量，当然爱对所有人较好诶。无啦。讲安尼。有机会嘛是想要甲无共的主播合作看卖，所以。安尼讲嘛袂歹。安尼较趣味啦。对啊。像讲找一寡可能平常时无一定有咧讲台语的，甲掠来，敢是讲掠来北来，那就嘛无较好，迄啲就是邀请伊来。邀请来较好势啦，阮北来较毋好，袂有哪咧共中别的。无毋对，就是绑票无毋对，免怀疑。安尼嘛是袂歹啦。是哦，安尼哦，有人兴趣味的哦，好。应该嘛是有人兴趣味，爱互中别一下。嘛无毋对。哇！即最近敢有啥物想要宣传呢？我都无我毋是尾啊对，哪有啥物通好宣传？即摆要毋是嘿。我阵也是要讲要像条骨车个鸟味个，要人嘿鸟味个，要出来。
扭出来做尾就对啊，嘿。无啦，拢是苦劝啦，拢无压迫，无。我压迫中标名嘿，我知。啊对，无毋对。哎呦，你真了解我哦。当对偌久诶，大家佫无了解就食哪咯。哎，当然，就是嘛是讲嘛，若真正若要开台，我嘛是刚想着爱看遐设备，敢若嘛不离啊废弃诶。啊，嘛是有做这物件爱传，就麻烦诶。对啊，我想恁，加减嘛有咧看相关的物件，好像没有那么容易呢。对啊，有做这迄个美角嘛是小看麻烦。美角等下袂少，所以对于我阵时间上来讲，可能那真正要买这物件，可能就真恶务的啊。其实大家拢做无用啦，所以其实拢无真正强迫大家，就是讲笑。是啦，有讲有笑。对，有讲有笑。我负责讲，恁负责笑安尼。安尼嘛是袂歹，上无有人笑。啊对，无人旁电话就哭出来啊。对啊，都食力的。对，都食力。食力好用，我学起来，加讲。是啊。唔但食力啦，嘛大个，大家发一声罗兰，嘿。啊，对。嘿。因为大家准到发展态度还如何？啥物？有人想要看我哭，莫黑白看。唔通嘿，这唔通，这无趣味。有个人诶，迄个兴一寡较特别咧。对，较特别咧。尊重，要是尊重。尊重，毋过无一定爱遵守，嘿。无一定遵守，拿钱都有机会。结果可是爱钱。安尼，你家入棋啊呢？嘿，你插棋啊呢？也得，哇，后摆靠大家看。哇，好啦，讲笑诶。安尼这敢着爱准备食中昼啊？等下倒就通食啊，因为厝内会煮啦。咱拜日时啊，阮兜诶人拢有，阮兄弟啊因拢有在厝，所以拢伫厝，所以一定会煮。所以我毋免家己买啦。安尼水。系啊，现开。对，现开。毋免搁加开钱。虽然安尼讲，问题是做减买诶。你见别人看我咧搭一我食诶，就是安尼。哎呦，都是看起来好食，就想要买啊！我都这个个性，妖怪的个性就是安尼。我嘛是，而且就是有时想讲，都爱食一个爱食的，对，心情都会好啊，都会想要食啊。是啊，对啊。妖怪个西落所以愈食愈圆。对，我就是安尼，我原底是四角的，即摆要变做一丸。一丸要变汤啊！准备对想要变汤啊！有够古锥的，会使呢。安尼吼，安尼个有灵，安尼个有灵感嘛，等下来话。哇，好，足期待。后摆做汤啊，无要做啥啊。安尼到时你可能会互恁的保险柜女王甲你赶出去。形状就毋对啊。迄形都毋对，都毋想啊咧。我失去这个资格啊！这变成毋是保险柜，变保险桶啊咧。哇！是讲敢若嘛袂歹呢，保险桶底较济。对啊，底较济啊，会使。保不底较济，安尼代表你厂的地色甲一寡。文化素养就愈长愈济啊！嘿，我就是代表我愈好嘢咧，想讲底较济保障，就是愈好嘢。我较肤浅啦。无，这得保障啊，对无？嘛对，文化素养甲知识，这拢是保障呢。有影。系啊，只是讲较好换钱，较无好换钱安尼尔。有影，这嘛有影。哎呦，要哭出来啊！对啊，对啊，毋过这嘛是无一定，就是虽然
钱可能无遐，要安讲，无遐容易会当换着钱，啊，毋过以久长来看，我感觉这嘛是确实是真重要的物件。是真重要的物件，因为咱讲实的，你钱要趁较济，你开嘛是开安尼，你食嘛是食遐个量尔，对无？有诶，带袂走诶，带袂走诶，你啊嘛无法度，互你感觉心灵上有满足啊。对。有诶物件，毋是你物质上会当满足你心灵诶。无毋对，所以就是讲，虽然讲嘛是无好人讲物质质诶物件，当满足所有心灵诶物件。对，尤其当要是对食诶，都做欢喜，当推我爽快。对啊，这嘛是一种满足。无毋对。好，安尼，咱今仔日可能好到遮。无毋对，讲电话就先甲大家讲到遮。辛苦你，辛苦你。袂，安尼大家还未食中昼的，通好去食。好，各位拜拜咯，先安尼。好，即再会。好，先，我拜拜。好，哇，今日接到足侪电话呢，感谢大家，足捧场的，感谢大家来啊！我们等一下，哇，好多人没打到招呼，哎呀，卡米萨卡中岛平安欢迎，还有T德阿兵欢迎你们来。对，然后我们等一下下午1点呢，也就是半小时之后呢，我们继续来玩 Silk Song， 继续来玩那个叫什么丝绸之歌。对，那今天很感谢接到非常多电话，对，聊得非常尽兴，然后就期待我下次再开图带的时候可以再接到大家的电话。好，那大家如果还没吃午餐的话，我们就先去吃午餐吧。我也要把握时间吃一下午餐，等一下就可以来拍电动了。好，那大家先午安，然后我等一下降落到我自己的1点的那个待机室。对，肯定打爆电话。我没想到这么早起来，没想到9点开也会就是9点就很多人开始排队了。我天，真是我的荣幸。不会辛苦，好玩啊。那我们等一下1点见，很快啦，半小时后啦，不用太难过。我们等一下半小时后见。我们等一下半小时后来打电动，那我就降落去我的待机室啦。大家可以在那边蹲一下，吃一下午餐，然后吃一吃，我就会出现了。下次可能要清晨6点开，太早。清晨6点是绝对不会有人打来的吧？怎么会有人那么早起？那一定是还没睡。好，那我们就待会见啦。半小时后见，大家拜拜。